係啊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啦，到咗嚟收聽邊啲學嘅呢節目。這個禮拜我諗到啲嚟講，有講潮流有幫助。這個禮拜咧，我未記人講咩話題啊。這個禮拜我未講嘅就是家庭嘅故事，我唔知定住人講咩話題，人講起，其實人家庭故事每隻字面嘅講啊。人是講咩話？阿龍你叫，人是下面嘅講起這個話題了，人家講起，啊無人做這個 topic 叫做家庭嘅故事嘅。上次有一個人出現呢，有一個人，我未記啊，我有一個人新人嚟嘅。你講其實唔知咩事嚇我知啦，係咪？我係記得，等陣先，嚟㗎，我去邊一嚟得啦。OK，Kim Sir，等陣嚟講嘢講嘅故事，或者講家庭嘅故事。對，我感覺人大人嘅家庭冇有淡薄伊嘅檢伊家己嘅趣味嘅故事。阿 boy 啊，你聲邊就亂，我 mute 你麥去啊，所以你唔講，我是不是要開你麥？特別我唔知啥物，你 Kim Sir 嚟咩？冇，迄一節，哦，第二節，伊講愛講嘅什麼？迄一名伊講到伊講嘅故事咯，伊考嘅講，伊上起伊講頂一道嘅時候，我講無講一個家庭嘅故事。所以伊講伊講晒就攞曬你波嗰陣時，對，嚟到伊厝門口，我問你硬，佢傳另外一個本地波了誒，所以就極閃嘅。而家我介紹特別嘅變到即係特別浪看到啦，同今日是波咁啲有阿 boy 啦 ，Australia 邊阿 boy 啦，個有阿三laksa，個有豆嘅加後啲阿龍啦，個到啲 clubhouse 入邊未使講，แล้ว伊嘛是昆車都是叫阿 boy， boy 昆車啊，我說平咯，以前人 Lucy 下晡咧，係都往時阿未困嘅，都以前昆車咧，對啊，佢世界人 global 嘛人，แล้ว我會講嘅這個禮拜就是講，我想看。你家庭裡面故事，特別是講你平常時，無成個講大人夾起來講嘅物件，特別你往時成 overtime 你成個聽過這故事講，你較濟是趣味是對我來講是成個講你講啊，是你做講啊，是你爸母或者經驗過物件，特別無常夾出來講嘅，然後你知到、諗到、學到，還是把你個聽對來嘅故事，讓會使講嘢出嚟講嘅啦，有你唔使講嘅，你會上 private 你都咪嚟講都唔要緊。有你會使嘢出嚟講嘅，我感覺到講起來真 interesting 咯，感覺到真正有趣味嚟聽，讓個佢出嚟人家庭裡面告訴。我在我咁啲，人到啲 clubhouse 上面咧有講句啊，豆講你隨住你講嘅歷史，我在你就冇物件講乜咯。然後我係記定有人我講過，即係阿什納沙時諗我講過嘛，講嘅伊個講啊，你爸是你講一下，就好嘅到啲樹林巴，什麼有什麼石子，係咪唔知得到只好嘅啦，我記。好啦，有啦，你講過是樹林巴。我講下。喂，佢垃圾講過嘛？如果要只大，伊出來啦嘛，可以出去嘅嘛，伊個。是特別伊人嘅累個了，你日本人來是。對，是啊。plantation 個了掉 bomb 了。對咯，所以告訴就 interesting 嘛。所以 OK，當同嘅時候，佢讓小笨笨可能最出來告訴了佢就準備成功成。小笨笨，我咪講啦，出嚟家庭。阿龍咧，阿龍都有出嚟家庭告訴我。我記我有講過嘅，我哋節目裏邊有小誇講過，我係講馬嘅故事咧。你講下。你講過，我2003年去中國做工，迄個點先是8月嚟。然後我去到嗰個，我甲我媽講，我要去厦門做工嗰陣，厦門都有去過哦。伊講有啦，但係冇。因為伊就是啲厦門港位坐飛船，然後去馬來亞嘅，所以伊迄個是伊是一世人去過迄一島爾，迄一島過後就是伊一世人無了嘅，因為伊離開迄個港過後，伊一島不唔捌對過中國咧。這是住啊？你媽嘛？哦，你爸嘛 ？OK。對，伊是啲厦門港位坐飛船落去馬來亞。所以伊 original 伊個港崩是到啲。厦門嗰邊，唔是，伊樣是掉啲樣真麻煩咯，伊特別啲福州會去到厦門個。哦，真正好有錯咧，你但係因為1930幾年咁先，伊特別啲福州會去到
迄個妹真遠路咗，你 imagine 啫，嗯一去到迄邊咧，佢後佢唔捌人，因為講佢點勢已經成路環了，已經成路嚟流環邊嘅。哈我媽是家己帶條我嘅白路來嘅，所以嘛，這哦回陣落去咯，落去佢後咧就無對嘢咗，迄個點勢 already 是 forever bye bye 咧。哦有可能樣迄點勢，我感覺到樣是無想到講一下走咧，就運樣是無對頭完咧。全對去了完哈全斷去個了嘢就，所以出來人本是真久為後，迄陣是講無電話，下面無，嗯然後佢唔是講真夠寫字嘅人啊，啊咁啊無咪批，哈所以伊出去呢，就是再講下，你去啊，當一刀就走咧，去金邦啦，就講你走啊，唔知我第四個冇對嚟啊丟掉了啊，誒其實我諗者生做戲咯，咱其實咱想起來哈，其實哦，我唔知講佢正佢明嘅事，佢就點聲個佢哋人實個亂碼那款，佢就伊心情唔知是安怎款嘅咯。其實你想起來，其實一直真正大嘅一個 move 嚟就，就個你完全放棄你嘅身邊嘅親人，甲你嘅朋友，甲了出來有物件，甲了是完全是掛斷去嘅。要一20歲呢就。伊個時人咗就，我媽是18歲是教因嘅，伊18歲教因呢，迄隻名伊個頭一刀看到我講嗰陣，所以伊是教因我一個完全唔捌看過面嘅人就，我講是36歲嘅就，我講到18歲嗰陣，伊18歲加後一個大家己18歲人，會使做一巴嘅人嗰陣，所以我講是因為伊。一時嘅走，所以無教因咧出來人講，你當時是安怎？你是要娶某成囝無？因嘛，你講下無啦，無心去娶查某個啥物？你講阿無肯啊，幫介紹路另外一個金邦嘅一個查某來，然後伊就介紹我媽啦，然後我媽就我媽唔知，我媽無類人嘛，我媽就唔知道唔知會老爸叫伊嫁嘛嫁咯，嘛教因咯，負責人就是安尼講，伊是中國，然後佢唔是響北京、上海安尼講就。只興盛嘅所在，只話只 prosperous 嘅所在，唔是咗。呢個是你金邦嗰啲山巴嘅所在嚟咗。所以你imagine講你是下面根本冇嘅所在嚟，所以話舊年咯，舊年呢，迄隻名頭隻名，依家同哋我講嗰陣，所以搞講一對就我講我咯，就啲中國啦，係啲中國咯，一對我講我咯，係啦我講講會去南洋，會去土石話，會去南洋，所以我媽就學位講成期咯，一成期咯，依個佢。個囡仔咯，成囝個囡仔，所以我講到去了過後，就是講我媽教因兩年過後呢，伊就對到落去環朋友，嗰是家己去嘅。伊應該是家己去嘅，但是我冇記錯，伊講嘅故事是伊家己去嘅，而家阿公已經成來了嘅，所以就家己去嘅，所以傳到伊囡仔去嚇。我當然冇講這樣物件，就是講下面囡仔都一個囡仔，我冇講過。後來我個知就，因為我就講3年我去到中國啦，過後我就我無對到邊咧，因為我無得去到美國，特別去前咧，我都已經甲我媽講咧，講我要去厦門啊，你有去過嘛？吼，然後伊講有啦，你無，伊就是這回轉到來，伊甲我講，我講我當然要去中國做工啊，咋？咱白單頭先有機會時咧，我帶你到對去咧金邦看，哎呦，然後伊講下，伊唔知邊度答我本咗。伊有可能伊心情就學習，你唔知邊個答我講愛去還是唔愛去，伊無講真正 excited，你講愛，唔是啊！你講就伊度我哋啲70幾80歲人啊，伊度無想到講咪對，伊離開60年啊，就呢邊真正60年唔捌對佢一刀都無對佢啫，所以離開60年啊，馬來西亞是伊厝誒，所以伊唔知講對啊，但是無對佢無人了誒，我坐到對佢咧金邦看咯，時候。แล้ว2003年迄時當咧8月我就去厦門咧過後12月咪在咧嗬，我就講12月 Christmas 我對厝為看阿媽，然後我調啲去買一條真貴嘅衫嘅，我去中國過後我線路真滾嘛，外國人嘛，然後我就買貴嘅衫嗬，要水嘅中國衫，呢個情，人哋要搞講佢就話，我唔知是唔是換咗笨蛋，我唔知是唔是啦，因為啊，我細漢到大漢，我媽常常同我講佢就，不當嗰時我。貴線嘅點先啊？伊講我死嘅點先啦？未使係我情滿，伊只是人情滿就伊是嗰條嗰啲布拉根樣嘢，但係伊家樣嘢厝為做雜貨間嘅，所以對到呢邊嘅 BB 對到呢邊樣嘢，咁咯老貴後咧大加老咧，加會時啊，伊條情滿嗰種，所以只是人是情滿情起你白啲安尼晒，就成個想就成個樣嘢呢，所以伊條情滿咧。
伊講我嗰陣時講我死啊，你袂使我情魔，因情魔我驚人啊嗬，坐我去雲南金崩，伊喺甲我講咗，去你馬來人嘅金崩嗰咗，我看到情魔嘛，我看袂到你講，伊喺講咗，因為我講是中國白嚟，China back 嚟，你伊就講特別情中國衫，伊講你情後尾中國衫不會使，唔要緊嘅。我喺中國做工咧，我冇時候就講買貴嘅、好料嘅，1000塊一條，咁運買一條可以稱咗。特別我冇時候就講話，我買咗貴後啊，伊無稱條咗，因為啊，甚至乎我冇唔是，我離開MV整嘅 one week before Christmas，我被對邊兩個點先啊？我個拍電話嚟講阿媽冇了，哎呦，一直就冇我冇對掉咗，我一個禮拜過後個被對咗，我冇對掉咗，所以第三我換俾佢對我咯，我換俾佢對係對對咯。係每段期，我覺得迄個衫嗰時買了咗，因為我準備啦，我頭一刀啲中國對邊咧嘛，頭一刀嘛嚟夠啦過後，所以我就哇佢你luggage 兩禮拜真係開好時咧就，淡薄物件俾面更油豬啦，一大堆啦，好食嘅物件，好一套嘅物件，我厝嘅人啦，然後俾衫我買一條衫水水嘅，一時種成個配嘅 The Last Emperor 成個種正燒嘅就水咗，嚇中國衫嚟，你淨看到就。啲故事咯 ，Royal Family 嘅中國衫咗，中國有得買，但係所在有得買掉嘅，所以我哋買一條咯，自己每一條買可以嘅，我未記得就買700幾塊一條衫啦，係咯，讓你做細個咧，佢就好咗，所以我對教咗幾後啊，嗬，我就講我喂媽，我講佢講別使台情懷，所以一冇台情懷，我一係情課，情中國課，嗱我講我。即條衫是我特別俾可以嘅，唔就係講伊貴線嘛，然後特別俾可以，而且可以請哦。有時現場啲出山啲你等裏邊啦，開掛叉，教喺馬前嗰陣。我對於教咧佢又阿妹，我對於教別人咧嗬，伊開掛叉咧，可以計錢對晒，講我兩邊有嘅，而家嗱時講你對於線固定嘅嘛，所以講兩邊往來。所以可以情，所以我媽就情掉去就晒，水水嘅你看佢笑嘅。係咯，我過後咧嗬，往讀我歷史咯，我就 start 我歷史啦。但係你講古仔媽講嘅物件，又講啦。所以點先？我厝，actually 我厝本時就冇歡喜咧，因為爸教喺買要白膠啦，就對，所以我走落嘅嘛。我是走落去教你白波冇安呢，冇安錢呢，冇錢呢，人佢走去 KL 啫。所以我起紅時咪就，我媽是啲 KL 貴先咧，因為我爸啦，伊度走落去 KL 了，代啲 KL 了，我媽度代啲邊領嘅，就是講。按照講人是跟女子嘅人啦，人走落啦，無管老母人啦，所以我媽是無人管嗰種。無人管。係實際事咩？特別後來個好嘅，當時我哋邊人過，我哋邊人做工過，係啦，我個。你是就淡薄上怪講，裝路人咧。我就冇講一點咯，人哋講。揚州路我唔知揚州路，我自己到呢邊我都唔知揚州路咗。所以揚度後來我媽度我哥時我媽走話咯，後來我哥度我哥唔是前生嘅，我哥是出橋端嚟似嘅，我哥是唔知自己老爸老母就住嘅咗，伊是orphan嘅咗。所以就是定時嚟講做鬼。等陣 repeat 就係我 distracted by 即 clubhouse 嚟啦，你講咩？你哥。我個是我拜上埋咯，我買就話啦 ，so called 就話啦，特別是定時到嚟啦，邊啲學緊 podcast 講句做鬼嘅，就是個，actually 意思我。你個就錢嘅嘛？我俾錢嘅，我給錢嘅，我個當然我特別我即係我就錢嘅，我有一次自己考嚟嘅，我考一百滿咗，我考一個時自己考，我個唔是成換嘅啫，因為伊是無老爸無老母嘅啫，所以意思我買橋端嚟錢嘅啫，嚇，伊是派命人嚟本嘅，係咯，特別伊隻細人我買，係咯，我媽，because我媽切斷嘅嘛，係咯，我媽。都伊就帶我媽對伊厝大咗，伊厝就我呢個叫Island Glen 真係，我 Island Park 唔 sorry 叫 Green Lane，係咯，厝對伊大，係咯，伊厝咧是有羊嘅嗰種，就是講伊有家己嘅羊嗰種，所以我媽都真係 traditional 嘅就，伊講話別使教走歪羊白白大啦，伊是很少，伊是種只
超落誒流浪嘅嚟咗中國寶嘅就，我未識㗎，就位樣咪大啦，一小名啦，一賣咗，都要大，一大本都貴後，喂把KKL 啦，一定落嚟咧，一日子嘅好貴，夠唔是講日子嘅好貴啦，就是講一 set down 啦，嚟住就所謂大，覺得講啊啦，喂媽就講未使我特別叫你拜會，啊啦喂過到未講做咩你未去過嗰邊咧，呢度崩掉路就是邊啦，你講我冇啦，我買大就位處啦。伊就是安尼水款咯，我買到走歪做，嗰時架走歪年我咪大，伊買，我買，伊要對驚咗，因為死本是要對啲驚嘅，嗰就大部驚嘅，所以咪去 KL 咯，伊去 KL 咧就大啲 KL 咯，我覺得講我媽世人唔捌到嘅 KL 就，伊就是用邊樣嘅查某落嚟嘛，所以啲大 KL，伊去大 KL，伊是冇出門嘅，伊就得直接出嚟邊嘅，แล้ว伊貴先啲自己呢個是正，冇講冇咁講嘅就，伊個是食飽飯了，แล้ว個紅人一出去困咗，伊講要線啊，會貼啫，一貼咧佢後個半點鐘啊，伊講白起來就，伊唔使講一句話就可以馬聽到，伊講一句話就，伊講伊成時講心頂嚟，我馬導好我聽，但係我馬半句線啦，所以我想未起一句話是咩就，總之呢句話伊是 along the line 啦，伊就是講嚇，好啊，原來呢邊被派啊，已經紅音。困啲變整樣咁，半點鐘佢話請佢嚟講好啊，呢邊未派啊，會使啊，好啊，冇派呢物件嚟咗。你講一句話你話咧，咧佢就睇到對佢就叫困啊，呢度冇嘢咗。哇！我媽，後面啊，你乜字後面啊？應該是後面啦，唔知係嘟到後面物件咗，我唔知嘟到後面物件咗，所以我唔知嘟到後面物件咧，伊咧嗬就冇嘢咯。我哋每我國拍電頭啊。就講喂過下個博士咯，如果過就成個買，下博士講學同佢安尼款咧伊冇可能帶啲 KL 嘅啦，伊愛對處伊冇必要對 KL 啦，老實講，因為 KL 是往仔佢咧點實一隻叫位八個處裏邊，因為佢有引不出每個嘢就，一多啲邊安尼整引不出幾大年啦，冇識邊領依個只是嘅找這把嘅了，一關事嘛，佢萬山比菜，一做當做曬個機比較粗邊嘅了，所以我講未使可以帶啲 KL 係冇可能嘅，雖然講我係八家嘛，睇準是啲 KL 啦，講特別可以對邊領，可以一個冷啲咧買一個叫咩啊？一個擺叫咧冚時候，呢是叫做我冇咩記叫咩嘢，就是嗰啲活動裏面一個冚啦。我冇咩冚可以。即係你絲絲格格嘅一個啦。特別我唔係做佢呢行咧，我唔係做佢呢行業。所以應該是大骨戶是唔是？拜骨戶嘅所在，特別我唔係做佢哋。後尾誒大字發展㗎，我唔係做佢哋。所以我呢度講特別可以對於變領咯。特別我過埋咗，我嗰時就係講阿媽嘅 tradition 呢個傳統嘅習俗嚟。我過時就冇學 idea 就係講學，當佢都感覺被安怎？我哋講係咪感覺被安怎？你爸講唔制被對變領埋，因為伊。走落嘛，欠累嘛，所以伊就想到講嗬，唔知係對嗰時咪對咗，係了，我一見嗰時我冇，我當然有較忙嗰陣，我冇咩記起自己發生嘅咩事嗰陣，特別我就講一句嘅故事咧是，我媽啲 KL 佢先一句後，我老爸老母唔知被安怎做咗，所以我過拍電話講，你是大孫，你嚟講。我講後面物件，就簡單啲嘛，坐對邊領啦，冇第二個 option 嘅。啲話嘅 standpoint 嚟講，冇第二個 option 嘅，伊特別對伊厝就掉了嘅。嗰時俾我阿公嘅為阿公帶啲浪妹嘅，伊別使我上回嘅，伊特別多我啲邊領就掉咧，冇得走咧。即係是 no discussion 嘅，所以我講一個講啦，我講 OK 其實。係咯，喂拜個我馬時，即係冇對邊領嘅咋。喂媽出線等陣，喂媽嘅成庫啦。是我係個call 掉應該要 network，一 call 掉一個真好嘅朋友，佢講嗬KL 嘅觀察我未安排掉路啦，特別我搞路能好就佢，我換落去 KL，搞路載你媽媽對嚟。哇！所以好朋友啲邊領會就換落去 KL，用白白換落去 KL 咧 ，van 啊，係咯。辦好事咧，載了伊為車誒載觀察車可能觀察車啦 ，KL 咧載到堆嚟咯，所謂過時教我媽啲 van 裏面試過就唔整嗰就，所以就係對嚟講，第三一個伊睇所以就起航咯，我講就起航咯，
因為講我啱啱冇出現嘛，因為本是家己嘅書本啊，你未講本啊，即係有當時個喇叭聲嘅時候，你講對又唔對，講唔對又唔是唔對，因為我唔要講啦，anyway 過期啦，所以我講就係因為家己都係家己誇張本啦，本啦 ，anyway 啦。所以樣做錯事了，樣接落嚟會按照家己負責嘅咯，是樣嘅代志咯。所以到對嗰邊咧，佢話我到時去直接我就緊也出啲咯啊，一道啲 MV 一道杯，我第一句會幾多，一道杯對嚟咧，我換俾幾多嘛，我一道杯對嚟咧，我揸一禮拜咯 ，Christmas 上係點日本啊，12月會嚟，所以我就對嗰邊咧，係了，我就做好事嘅了，水嘅了，係了，3號前嘅了，好事嘅了，我就去 start 係你當時攰啊，就 set down 嘅了，冇物件咧嚇，我就 start 去吹。為買物件咧，我唔得講起為買歌詞咗，所以我就敲到我厝裏邊咧，嗬有一聲嘅小音嘅咗，嗰啲聲咧小音一鐵啊啦 ，actually 我係可能看，我直頭夾嚟，係啦，知道 demo 嚇，係啦，你去搖啊，我哋講就話佢都鐵，佢都嚇，แล้ว一定夾掉時我俾啷別人上笨本咯，看應該是攞嚟上到安尼款嘅，然出來告訴唔是講好，還是歹，還是咪本好，是講攏講出來成個對路裏面就要緊嘅出來告訴。我媽個你阿龍嘅媽想，伊講伊個伊嘅 stepmother 未到，然後伊個邊領大漢嘅啦，然後伊嘅 stepmother 講 ，because 伊嘅我媽嘅爹是行主呢，แล้ว是伊個伊嘅 stepmother 未到，伊 stepmother 講你安尼歹，我互你教因去，แล้ว伊爹對來是邊領是講 OK 吹人教因，แล้ว我係講是上個你去見啦，你30幾歲啊，可能啊買 settle down 啊，แล้ว伊人講 OK 啦，你買我去帶一個某，互你成囝斷正對曬啦。แล้ว我媽講伊唔捌看過，我講伊頭一道看到我講是教因下一名咯。แล้ว伊人講伊有可以拄面一道，特別伊講伊唔敢看伊面，伊敢係看伊下。伊教我人講伊講，我知講你講是有類人 ，because 伊下是 made in Great Britain 嘅，敢係迄個種灰嘅正吉辣啦。แล้ว伊挺術呀，แล้ว伊挺術 ，and then 伊無面曉講東人話。แล้ว伊真正 like 講究啊，正伊啉咖啡啊，是啉茶，係咪？伊真正有 like 你爽，正有正會曉對迄種物件 ，and 伊正家具，伊住伊人嘅厝嘅時，伊正家具 ，and 伊無插你查某是最，伊媽愛叫伊帶某，伊講 OK，帶帶某就對啦。家具係咩意思？家具 is like awkward 啦。awkward 啦，伊起嚟查某病是伊真正 awkward 啦 ，because 伊人較無嘛。馬來本咧，家具 OK。แล้ว伊對來咧是為乜走路 ，because 伊甲伊鳥未到，แล้ว走路走伊隻配車走去邊咧，แล้ว我講是甲阿莫公司做工嘅，迄一唔知是 British India 都屬於做工，我講是不要講人話就啦。你是講咩？哦，福建話。福建話梗係曉講阿莫話呢，แล้ว伊人佢特別話嘢，伊對來，แล้ว對來咧，伊佢去邊咧，แล้ว去問我媽，做咩事你走路咧？佢講你嘛佢只險啊，แล้ว伊嘛佢講 OK，你對來，你可以大不多，แล้ว要見啦，แล้ว伊見啦白掉，伊就未走路啦。แล้ว伊 agreement กับ伊嘛就是咯，特但นี้伊無插伊阿莫公司轉甲伊規個 Asia 做工，伊特別對來，可以大不多，特但นี้先至嚟講。我係媽講咯，你講啊，大我只大不多，我只有線啊，伊就走啦。哦，呀，伊特但นี้對來走，伊大甲伊無 ，because 伊嘛解講啊，你 agreement 我無插，你喺外邊做蝦米，特別你特別教我。斷正啊！แล้วรู้ตัวเลยปักจีเลยจับบ่ตัว because แล้วว่ามาก็อีจับก็會教因啦，實在阿莫會14歲咯。哦，哇！แล้วอี我看伊教因嘅時候，應該生一個囡仔呢，誒我你有會教因哦？嚇，冇，我特別教伊指頭，誒那伊個穿迄個，你知成個 royalty 嘅 brilliant 嘅 crown，哇，真有類人。呀，แล้ว伊穿伊迄個，像個你知，咱看像個咧美啊，迄個
金ตัว嚇！伊金牌嘅了，掉呢嚇，以前，and 伊金器啊，比伊個身軀較重個，and 呢以前你上加係你背有可能衫，แล้ว我講穿一個恤，แล้ว我人會講我媽，講見啦，我媽講啊，伊講就是你不然那個娘娘衫啦，是哦，娘娘款的啦。แล้วกูยังสั่งแล้วอีตุ้ย嚟啊อีกองอ่ะแต่นี้เลยกองอ่ะตุ้ย嚟อีกองอ่ะว่าจะกินเลยกองไงอันนั้นว่าหลังซิมที่เสียวแล้วเขาจะได้哎呦ลูกบัดจิเลยหลังอันทุกที่ขาเลยหลังคูน我媽咪是，我媽佢哋18歲我都唔敢相信啊，如果14歲個，yeah and then อีกองอ่ะเลยกองอ่ะไอ้กองว่ากูจะกินเลยกอง because เลยกองจะอุสไตล์เลยกองอันนั้นเลยกองเป็นก็แล้วก็สิอ่ะหมอ because อีสิขี่เลย country club อันนั้นหลังเลยมั้ย and then แล้วอีนั่นก็ตัวเซซอใจอ่ะแล้วอีกองอีจะกินไว้กองแล้วอีตัดตานี้แซงจะเลยกินแซงก่อนเลยกินว้าวแล้วไว้กองซีที่อินโดนีเซียรู้บักตู้嘅你講哦唔捌啦ไว้馬上就幾歲就是一個 widow 啊你捌看過你講嘅時候應該你捌看過你講嘅時候我是聽聲有陣時啊聲無好嘅告訴人咪講嘛但我是聽你看啊我講屬甲一個查某and 佢差不多病歲特別你查某是上個伊人講咩 wrong track of the family 啊上門不當對不惑嗰啲人啊呀上也門不當戶不對yeah and then 要伊無插伊去收你查某伊收你查某咧你查某生落嚟驚喺查某是一個人定嚟呀你伊頭收隻查某伊查某應該是種唱歌跳舞嘅人嚟唔是伊是一個無類嘅人嚟伊是一個無類嘅人伊是正經嘅查某特別是無類嘅查某上個出來啊，無名聲，無半行呢種啊，你看看就咗啦。有時伊人嘛講袂使咯，袂使咧嘛無插咯，無插嘛收伊咯，收伊了啊，伊嘛是上個 because 古早嘅人有鐳啊，伊人 pocket money 嘛，咧伊嘛是會收伊咯，收伊啊是伊無收伊啲上位啦，頂收伊 the next town 你看啦，有時你查某生落嚟囝。特別因落嚟驚本對了，伊是正破病，見哦，林普丁你講嚇，哦，細漢時會驚本細漢時啊，呀，伊攞你啊，攞你本時叫，我伊家己本正家就是滷嘅，伊按照講不是滷嘅白嘅是直咯，是哦。算咗是啲白嘅是直咯，是哦。應該是白啦，你到時死咯，伊激閃咯，伊嘛是愛one，伊嘛 wonder 咯，像 wonder last 你看啦。古早嘅人時，你看有女就免做工嘅嘛，แล้ว伊免做工嗰時，伊嘛是去甲阿嬤做工啦。because 等人嘛那加請路 ，right？ 人再講你是袂使做工嘅人嘛那加請路，你嘛是甲你阿嬤做工咯。แล้ว甲你阿嬤做工咧，阿嬤แล้ว伊是做阿嬤是甲阿嬤是做 clerk 嘛 ，shipping clerk， 你看物件我唔知做咩幾條條啦。แล้ว你阿嬤嘛是派伊去阿咪 Java 啦，阿咪 India 啦，阿咪 Indonesia 啦，阿咪 spice trade 條啦。แล้ว做咧是舊家伊人講哇，你30幾歲啊，你個買 settle down 成個阿龍會講下咯，你買錯包不要緊，我特別有孫，我無插你，我對你成家全整地曬啊，你買除雜包，我除包好你啲啲，แล้ว伊媽呢啪，伊無插嘛，伊愛伊家己嘅款咧，你咪 OK 咯。你愛叫我錯包嘛，你結經啊，你結經你追我嘛，教因追咯，แล้ว嘛經來經去經一個查某 from Penang because 我做愛 Penang 嘅查某，แล้ว嘛去帶一個 Penang 查某，แล้ว嘛是安怎咯，告訴我你看咯，แล้ว是我媽講，我講伊生個唔知第3禮第4禮啊，伊個有 settle down and 伊講我講對我對伊真好，特別啊無愛情。我咪感情啊，特別伊sayang你囡仔，แล้ว有較濟囡仔了啊，伊知你都會知講你淡薄對你較有心淡薄啦 ，because 你是你囡仔會嘛，แล้ว伊有 start 甲問看你啥，有 start 甲你講話，看了係啊，伊講了你講到 TB 破病了真快啲，了伊破病咧是啊，伊阿嬤啊。在講 Malaysia 無安尼款好嘅medical hospital 嘛，แล้ว古早阿嬤嘅人
掉 TB 伊人就是去按摩 sanatorium 嘅，嚇對，了伊人嘛是可以去咧按摩 sanatorium 咯，去到落去，Indonesia，唔知是 Java 還是 Lake Toba one of the mountain state where the 空氣真清氣。呀，了伊人想。伊是想專門是 TB，because 古早 TB 是真平常嘛，所以若是去 India 嘅按摩，伊人佢了是去下嚟想嘅咯，伊就是到下邊死咯，呀死了甲財轉來嘅咯。哦，你講是蝦米人？多一邊嘅人嚟咧？我講啊，馬來西亞人咯，伊是大馬來西亞多一邊？大港沙。Kuala Kangsar。呀，Perak 啦，Perak 是 Kuala Kangsar。我就是講，我嘛，上家馬人講出去嘅時啊，像我嘛啊，伊人細漢時伊人去學堂啊，伊人嘅classmates 啊，都是受單嘅囝嚟個了，安尼講 royalty 嘅嗰隻。了我嘛佢講啊。囡仔嘅時啊，你會使甲你受單嘅囡仔人佚佗啦，特別伊隻大漢啊，伊就無甲你做朋友啊。哦，無甲你交談啊。囡仔嘅時會使做朋友爾啦。了伊人講你囡仔嘅時，伊人使去 palace 佚佗 birthday party 係咪啦？特別你隻大漢啊，你就袂使啊。And then 伊講嘅時啊，伊嘅朋友啊，人講是客家嘅嘛。朋友啊是係billion嘅。伊吹出嚟邊啊，伊受單啊係billion，了伊隻 because 伊受單講伊隻走啊隻笑嘅時啊，伊 brilliant，特別我嘛講是真無水掉啊 ，because like 真擦面，真擦白，OK。成日後咧阿龍講到，阿龍伊嘅小英嚟，看到那個關鍵呢個。我嗰時我小英嗰時，當佢我同意我變成嘅你看啊，因為我小英是係啲我變成卡。南邊啊，我哋咪攰你啲諗嘢起嚟。我伊嘅相咧 original 嘅相，即係唔使，即係應該是特嘅啦 ，original 嘅相。哦，這是你媽燒掉嘅電啊！你等陣同我快電啫，等陣我都俾我你講換你嘢嚟。你看金子嘅。double way 你看啲，嗱我看一點啫，你點，但係我冇看到。係一種致癌物件嚟，即係你看。要啥名啊？哦，你邊？Toffee and confectionery。Toffees and confectionery。London。嗱，外口係咪？外口是 cookie 啊，我看外口係。一部即係是你 Big Ben 咯 ，Big Ben。哦。你嗰個是 Big Ben 嚟。即係是你阿毛。London Bridge，較滾到冇，較滾到冇，好看的。我啱啱可能講一頭正時ਹਨ。is Big Ben 嚟嘅。OK。Big Ben 嚟，所以這裡小應該了哈，這是你媽用燒，這裡燒就落地呢。係咯，伊燒裏邊咧有幾隻物件 ，actually 我有兩箱物件喺度一個嘅，然後我叫我朋友啲到啲朋友約過嚟話，你做做咩事啊？我厝嘅人啊，冇一個人成個彎嘅甚至面都係翹。我哋講，我本上裏邊嘅效應嘅啦，有時做派做客嘅啦，我賣咯 ，because 我是 history 人嘅嘛，所以我講下，我人講我笑好事喺啲箱裏邊，但我結果咧，我叫人約過嚟，所以我朋友背嚟嘅時有學話嘅故事，然後伊裏邊啲學我係講passport。Oh my god！ 中國佬嘅咁先係 passport，呢是台灣嘅Republic of China 嘅華僑登記，華僑 overseas Chinese 登記戶，唔對明，登記證明，登記證，華僑哇！然後裏邊呢學時我講嘅應該冇㗎，你講而家哇 ！Oh my god！喲，係啦，二字嘅啦嘛，意思就唔係1929年嗬，嗰時。係你講緊少年嘅？冇啦，我講比我媽大10倍喎，因為我媽抗年出事啦。啊？冇，伊是伊 passport 是1929年出事是咧？唔是出事啊！我看唔到字啊，呢字已經是我當日近日看到一 print 嘅字呢，就是講用 pen 寫。所以 passport 是1929年嘅 passport。我唔是，冇啦，所以出事。1940年，1940是 birthday 啦。而且就檳榔呢個40係抗事，40唔是出事，即係 passport 嘅字是1940年。哦，明。以前而家就是中華民國，就講 Republic of China，a embassy in Penang。
哦，你記起你點先冇 China 噶嘛，冇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嘛，你點先是 Republic of China 嚟台灣嚟。所以成時有時人哋講，你講要啲邊啲去羅轉，係咪貴？即I think呢條物件是真特類物件。對，一隻就是歷史嚟，然後外馬係小英。哇！你唔知落字已經協啦，外馬成。哎呦，講唔掉啊！哦呀，and tilt down a bit, tilt down. Oh, actually up, tilt up. Sorry. 安尼。tilt up 呢 ？tilt up 哈。但是講你媽無死，伊今年是幾歲？嚇？你媽幾年出世啊？今年我想下先啊，今年過18啦，伊超過18歲啊。哦。8幾歲啊？伊是20年，嗰是19年嘅人嚟。哦，個少年就是講今年是嘅82年咯，所以特別講18抗2歲咯，就是今年。哦，8出歲啊！我係講是，我係媽。抗3年都已經80幾歲。誒，我妹我係爸寶呢，我未記我係麗江係是幾年出世，我未記，我特別 check 看。我係外公是1903年出世。1903年，你外公，比我媽大10幾歲咯。1910，我差唔多外公差唔多，即係咩會食嘅？會食嘅係叫做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of Inoculation, Vaccination and Health Examination。哦，要特別買 immigration 特別有。即係英國超嘅物件。哦，我哋 smallpox 上面嘅了我話㗎。Health certificate 已經辦過了。即係你講嘅啦，係咪？意思啊 ，BLAGUE 是咩啊 ？Plague 嚇 ，Plague 意思係病啊 ，bubonic plague。哦，I think 這是我講是貴先嘅事啊，就是講意思係你病係貴先嘅事啊。你講特別你講用病先就覺得冇啦。少年嘅事，你講即係少年度貴先嘅嚇。冇1965年，伊冇少年咯。1965年當時伊都愛50幾歲咧，50幾歲人啊。50幾歲佢是少年嗎？定到時做老啊，定到時啦。我係講是40幾歲I think 是用接期變齡嘅考嘅時特別拍接考嘅點時，一定會做這個 vaccination。但係 because 阿會大了我媽抱咗 baby 嘅時候，特別 baby 掛掉嘅。你 baby 是你爸啊？接落嚟都會你告訴哦。我 sorry 嚟個。告訴是安怎就？我除到這個物件嘅啦，我除到我看咗股，我看咗這物件就。所以我看咗這物件啦，講小英啦，我爸小英啦 baby 嘅時候咧，出到對咗借，你嗰時話1920幾年、1910年，嗰時1930幾年中國嘅物件啊。我媽唔就做伊個稱到中國晒，所以見到小英啊。我唔知我媽做伊個有嘅小英啊。以前時就1946年，所以這是見到嘅時候咧，12歲嘅11歲先就會。然後先換嘅咗，所以這個按你講你這個人啦，那是我冇錯嘅話啦。這裡咧是我係其中一個病嚟咗。中國會，唔是中國會。伊安怎就，我嘛去找到這個相啦，後來裏邊有批嘅咗。迄個批咧嗬是安怎講啊？伊批是我會記發生這個事嘅就我媽故地點先，佢是真久前嘅事啦。有一個安哥來找我媽咗，迄個安哥是。教我媽是講我未曉聽嘅話嘅，當時我對學經我冇呢大興趣嘛，我就講我媽教迄個安哥講嘅話是我未曉聽嘅話嚟，一定是福州話，嗰是客話，嗰是咩啦，用家鄉用嘅甘榜嘅話嚟，我是未曉聽嘅咗。所以迄個安哥咧是特別迄當時我就知講迄個安哥是中國來嘅，伊是中國人，伊是中國來嘅，所以伊落來找我媽就講隨隻股，甲隨掉，然後呢嗬。伊就教我媽講，同中國法典安怎啦，something like that啦。我阿個就講，伊講係內容是安尼款，後邊嗰陣媽，伊走咗過我媽就半時啲教我講嘛。然後伊學羅行皮，如果羅行皮咧，可是金邦嘅人寫學魯嘅，你皮喺度留下。寫學魯啊，寫學你媽。寫我媽，寫我媽。OK。你嗰皮是隨我媽，because 我唔是中國人嘛，我媽古早時嘛，所以你金邦咧有人寫皮係我媽，所以你羅行皮咧我佢 keep 掉咗。咧我就記得你羅行皮咧，我就看到因為福州嘅地址嘅啫，我媽冇地啊，係點先啊？冇啦嘛，我記得你福州嘅地址咗，因為佢特別等，pause。你咁樣講，
是你會記這個人來找你媽啦，你會記下是一個農行配是，如果會記定到嗰個人來嘅時，還是你完全冇關係跟這個配數，你是配是 after 你媽過時，你個我會記我這個人，我會記我這個配，特別我會記會後來，跟在裡面是蝦米物件？因為媽都唔捌字嘛，所以你配是寫斷人字嘅嘛。一個寫你別陣寫，別個中國人寫嘛，所以我媽佢冇變曉字啊。特別係你阿哥講我出嚟人寫好路嘅，伊甚至嚟講，金鋪裏邊度甚至出嚟人啦，或者啦寫好路嘅，係啦，我媽都比較看嘛，係啦，我有解看過，係啦，我本冇咩曉，本別個伊字寫那個就粗就炒嘅啲，係啦，我都會記得有人做呢物件，特別我後來咧我都冇嗰隻看到咗，因為是我媽小起嚟咧，我冇看到了。教一龜先龜後，我個讀短嗰就除到短，佢哋配嗰陣，我除到啊，你冇去俾人單身對講單係咪會結婚啊？對，個 uncle 有嚟除佢阿媽，佢當時我冇安尼大嘅 design，講我俾佢除啲歷史嚟講啊，然後就佢而家你配嚟講咧，我就地址咗，地址是學照嘅地址嘅，係咯，即係先嚟嘅時候，嘿，恁爸當緊度啲妹嗰啫，哦，唉，除咗你地址佢冇簡單啊，佢冇簡單係影嘅嘛，我而家你配。我就冇時候因為我今日嘅呢篇啊，我等於中國，我除咗鄧數就講隨住是學照人，正係學照嘅人啦。我除掉咗，喺啲鄧數講，我對側去拔啲鄧數咯。然後我講我是馬來西亞人嘛，正懷疑咁上邊大學潮啊就，而家你哋我看地址啦，你講我講到看下你地址到嚟啦，伊冇娃娃嘅厝，伊冇娃娃啲學照嘅厝，特別我講到隨看下面所在咧。你等下故事只講3年、講4年嘅嘢，internet 個冇講。正 Google Map 啦，冇喺你面見嘛？啊，明講中國未用 Google 啦，特別中國當叫有百度嘛，對唔對？而家就冇喺你面見嘅，係咯，依度去除咯，係咯，結果伊可以除掉咗，伊個出嚟人講話哦，這裡所在會毀咗，毀就站住佢呢個被借車咗，毀咗，意思真正 outskirt 嘅所在嚟咗，學照嗰裏邊 outskirt 嘅所在嚟，意思係 one of the town 嚟成個，都其實貴港啦、巴海啦、哇古倫啦，你講嘅所在嚟咗，所以伊冇識，因為我朋友是市區嘅人嚟，伊是土地嘅人嚟學照，所以你當時咧就看你地址講下，我除掉你羅線啦，人應該冇咩曉，特別我假路按咗行。路坐乘坐車啲每位去到火車站咧佢落車咧佢又你看到住平時面，揸住平時一架話嘅了，講你坐幾號嘅車，因每好時啦，每當地伊每出嚟人嘛，每好時個按咗去，你去嗰邊咧嗬，有時你問題就是伊學 instruction 嘅了，你去嗰咧嗬，有可能你嗰邊經switch 一定車，冇就是去邊。但係喺你金邦，喺你年代一般仔喺你年代是迄種貴金邦人，都是嚟掛鋪人就攞嚟，係夾得嚟嘅，夾得個嚟嘅嚇，講正。攞講三個，依家教佢講嘅啊，其中咯，所以講對到，伊講嘅白燈啊，換一嚟舊眼嘅所在咧，迄個是都是路車，都是古西邊嘅所在嚟度，都就是貴片膠，好似產，啊冇就是人在菜，係啦，古西邊嘅所在度，我前裡面時候，點解突講咪就係呢？正是，安尼反正所在，你唔係點講204年點數 is still 安尼所在啊？你唔係點講1930年點數話，1930年是咪國家嘅呢個城市？我奇怪邊個城市？1903年嘅當其時差唔多上嘅部分。有可能冇變掉咯，有可能冇變掉咗。because 呢邊嘅金鋪，而家真係烏魯嘅所在咧。係咯，路車啦，有一條 van 行，講好，你學我地址，我坐落去。有時愛女年嘅，係咯，我前裡面時候講好，攰住100人買河。咁隔幾年我上揾開，我每一句你，一個20塊錢，我就淨係驚你講20塊，幾隻，有笨機20塊咗，差笨機咗，因而家上裏邊個成日嘅，係咯，學20塊啦，以前黃機就就講期，係咯，我心裏上講應該是1嚿啦，萬啦，就係佢俾借1點鐘嘅車路咗，借1點俾借1點鐘咗，我心裏面上講，哇，一時到啲落烏魯嘅所在，我講嘛，一期夠你所在啦，所以話換一隻就對到你哋知期夠你所在啦。咁期夠啦，佢後呢棟嘢我哋啲是嚟金邦巴魯呢係先定金邦嘅，有時百度會出嚟嘅。但係你 still 是 feel 嚟講係400烏魯嘅所在嚟，而家就下面都冇嘅，所以是簡單呢啲所在係咗。係咯，我就自己裏邊我除掉你地址，我對到換一除到自己鬧錯咯咗。你唔係啲講是60幾年前嘅錯，就鬧錯咗。特別以後啲是有百度，以後冇去咧，以用頭整扎嘅咧起嚟，所以嗰度。整個外國一部嚟見裏邊冇人多咧，然後厝裏邊有一個正嘅咗，正趣味嘅。特別係點先冇 smartphone 咯，所以冇講協嘅時候咯，冇協調。依個裏邊有一個正，係咧有一個patio嗰陣所在，我看到而家藤下玻璃嘅，所以看自己裏邊係
係咯，迄個隔壁厝咧有一個老阿媽佇咧上條話路上，你老媽坐頭前去，伊度廿六唔要講話，我唔知講明白，我唔知咗，所以我就行來行去，我朋友甲我過咯白白咯，這是對面厝啊，對面厝，唔是對面厝，我伊是迄個甘榜內邊，係咯，有條一人，伊有一個做梯上就，迄個人啊，嗰個中國人嗰個手係啲阿妹位，咱來看。伊看我，你知道，伊無甲我講我知道，伊就看頭，看了，看 scan 咯，scan 看後背，看 back，scan 咯，伊直直 scan，就一人行就往本行咗。你就講咱有 prejudice 嘛，就講中國人老淚啦，咱是安尼樣事哦。Of course，當今無相，當今中國人淚淚比咱個少咗。所以咱有時咱會，會時候講面勢向老淚，即係拍槍嗰隻，迄個東西 impression 就無嘅，都嘛。冇出聲咗，你咪甲我講話，我唔係甲你講話，我咪淨等咯，行出行入，係咯，一啖正規係咯，我比如講，看我是無人大嘅啫 ，because 伊裏邊真簡單，伊簡單到，伊唔是講未大，伊唔是講坑垃圾雜，唔是清氣嘅，但係無人啲裏邊咧，真簡單嘅，伊上加是無人大了嘅，just 擺掉呢，係種嘅特登咗，所以我就等估裏邊當咧，我就 start 梅攞咯，梅物件了，係咯，人覺得搖頭咗，人講。唔好聽，人講你講伊唔好聽，唔知你講咩物件咗。人講伊唔好聽 Mandarin 咗 ，because 伊唔是 Mandarin 嘅所在嘛，伊是講福州話所在嘛，伊唔是北方嘛，所以人是 it make sense that 人唔曉講 Mandarin 就 make sense 咗，所以伊講伊唔好聽 Mandarin，然後你講我往隨春調嚟，隨往嘅笨葫蘆嚟，所以笨葫蘆是 the only 會曉講 Mandarin 嘅人，所以伊笨葫蘆就嚟啦，笨葫蘆講，啷嚟整做咩事啊？你講哦。往時被隨自己考嘅，當隨做咩事？你講往時伊樣嘅親情，係咪親情？伊唔係講往題係咪人？伊就是講話，讓學我仔講往時係咪人先？我講係咯，往北大漢，我講，actually 往時啲馬來西亞會過來，往啲南洋會過來嘅，伊話就叫知啊，關係啊，隔壁厝邊嘅嗰粒行徛起來咗，馬來西亞嚟，你唔揸講，係咯，係嘛？跟我講伊邊有講普通話，以後講，嗰咧以後講嘢啦，一時三分鐘就 just 1 second 就，一個咧以後講。我們會說普通話。有時被誇是前人嘅事，就是被 make sure 講話唔是 stranger ，actually 是掉 ，actually 有時會 protect 佢自己口咗，因到頭邊度，攞去人嘅所在，人本險就攞咗 actually，掉攞去人嘅所在個，攞去人嘅所在嘛，所以我就講學黃色，成個禮拜冇講黃色會嘅，黃會隨自己口是唔是社會嘅？啊你看咗我講。往正隔了社會嘅，依句你咁講講，你除到一個社會嘅，往正隔了社會。對，伊有影是會 village 嘅咋，伊有影是，係咯，隔了社會嘅，所以我講咪隨自己口，講自己口啊，係咯，我講到馬來西亞鬼後，羅南洋鬼後啊，我一直就講嚇。往嘅叫佢轉嚟，一直到坐卡車去，有影吹一個老阿婆轉，唔是老婆啦，迄當時我咧50幾歲一個安迪啊，伊吹一個安迪轉嚟咗，迄個安迪就轉嚟講嚇，你講你到你回來，我講我馬來西亞往檳城過來嘅，往時被吹正成有嘅，你講我硬嘅厝嚟嘅，我咧講嚇，你好我係你皮看啫，伊看你皮啦，是伊唔是伊硬就係伊硬嘅疤寫嘅咗，就是講伊唔看伊唔關事啊，就講伊發得人攞事啊，所以伊發得人攞事啊，所以特別講伊是我係爸誒幾樣咯？唔是，我唔是。哦，你拜兄弟，你拜個，我係拜，我係講啦，我係講嘅兄弟先好，我係講嘅嗰種，我係講嘅兄弟，所以伊呢是我係講嘅兄弟誒囝誒某，就是講伊是我係爸誒。你叫做即伯兄弟啦，堂兄弟，cousin 白到腦嘅 cousin，first cousin 嘅冇嚟嘅，迄個 cousin 已經冇去了嘅，所以出意是人家意見哪個嘅，特別伊冇大病啦，又冇大一間厝，往到啲迄個厝內邊咧嗬，俺對坐到10倍先。誒咪亂 GP 喺間厝啊？誒即係 GP 喺間厝，呢個是伊厝嚟嘅，哦，伊有大病喎呀！伊講我媽古早啲疾病煮過半嘅，伊會記咗咋？代表我唔是伊會記，唔是伊會記，伊講起呢，伊講起呢，講有啊，就係講係你去馬來西亞嘅查某，但係你馬來西亞嘅你嘅阿公，伊知是後面人嗰種，伊唔是講正識，你嗰時伊無你50幾歲人嘛，所以伊唔是講正識，特別伊知講下，往啲環境故事。
啊，又捌聽過，別個出來了，講我哋患病誒親戚，患病嘅親戚啊，南洋嘅親戚一知啊，一知聚，係了呢個，這點時我就出現，怎麼坐啲隔壁厝一個老阿五，80幾90歲人咧，一上我佢節咧，伊是有影正是未曉講華語嘅，伊有影是未曉嘅，出嚟個講話嘅，出嚟個老是老外，但係伊一時講是未曉嘅，所以伊未翻譯嘅，所以。伊就講我知影是最伊就激動嗰度，伊就真 excited 嗰度，伊叫一個線嘅度，哎呦，而家做戲嘅講咯，我知影是蝦米人嚟了，伊是最嘅孫啊，是唔是？因為咗，所以伊就真激動咯。伊講我即個口一大啲隔壁已經是幾十年啊，就種一細漢大到老嘅，種少年大到老，所以伊知我媽是蝦米人，伊知我看過伊啦，伊帶我哋行去南洋誒，講成落去先嘅，攞嚟行，第三，伊講佢帶我哋行咗，係啦，我教我嗰度，誒，攞嚟行，你講攞人做在去啊？我教我過去，我講到你背你去誒，如果你講攞人做在去啊？冇，我講把你先講過 ，OK，白啲誒會做工嘅馬來西亞人幾多？人哋去食烘嘛，檳城嘅人嚟，所以規定係檳城嘅人講學嘅話，所以。對，爽住啦！你 family 是實在是如果你講嘅啦，你出嚟攞你是朋友就就哦，你表示嘛，直開始搞表示嘛，你講係就話啦，你講係就話，我講係就話，係啦，顧另外三你是檳城嘅人嚟本，你咁本是幾寶嘅，白啲人會做緊灣人數嚟第一位人嘅，佢人講誒，人食烘啦，人本是搞我想飛過去中國嘅人嚟，往時你白飛過去中國嘅，所以食烘咧幾隻套就唔係去嘅，你根本嗰啲烏魯嘅所在咗，都咪白去咯，係咯。你啱啲就講啦，你講咧應該是成落去每一位嘅，伊正大會聲啦，做生意啦，係啦，後面物件本做到掉啦，你就落去，落去你南洋咧，係咯，你媽咧是教英國嚟，你學冇講壞，一隻條你冇愛講壞，少年又冇愛講壞，特別伊隻教主隻，係咯個囝，所以一年生一個，伊就講係咯生落嚟，伊就帶掉抱掉一個。抱掉一個，啃掉一個，啦，這陣落去南洋啦，呢度冇對嚟啦，已經講咗，所以我教喺嗰度時講，加隻 question mark 就講話，其實我有一個病嘅咯，就 just one uncle 就一個病嘅咯，就係咯，我個可能上隻啊，一個就講發生咩事，就後來個就講發生咩事，所以一坐一病落去了，佢拗，人就冇對嚟了，所以我係你啦，係你就是啲話好隻卡車對嚟就叫啦，就是這間厝嘅。冇咯，伊就講嗬，你嘅媽唔是這邊嘅金邦嘅人啊，正是先有嘅嘛。伊家己本是外口嘅人嚟，因為伊是新婦嘛，伊本是外口嘅是大嘅上級。啊，你伊家好一個先有嘅人嘛，就是我爸嘅即輩兄弟咯。唔係賭過嘅，我爸唔係賭過人嘅。所以伊講嗬，你媽是先老嘅，伊是另外一個金邦嘅人嚟嘅。講嗬，我教你講，因為你做做乜事？因為金邦啊，攞晒你咁嘅 neighbouring 嘅金邦 actually 嚇，計得兩百個了嘅咯就，你就係講即係搞到即個就大個了嘅就，係咧意思就是講啦，我媽係自己搞啦，伊家己嘅出嚟人啦，多啲上一個所在啦，本是8幾年啦，唔係走過嘅，唔係離開過嘅。教我講嘅自己搞上，一個啲金邦 A， 一個啲金邦 B， 金邦 A 嘅金邦 B 咧未坐車嘅就，我啲 email 就講係點先，一舊年點先，伊是人更掉你橋，我媽係更掉，攞人更掉，更我媽過去咯。我心裡面想，哇，有少你人做更啊！我當然坐車就講都嫌麻煩咗就，所以講我冇來，所以你金邦嘅人，喺你金邦嘅人，教我想辦法，再講就應入邊，佢成個白嘅，個咯是 very down to earth 嘅啦，講往在啷去，所以一在往去，佢哋安啲講嗬。我不賭過人，我這樣就咧，我 get 到你賭啲 one of the 你本身就賭過嘅，我再次就嚟嘅，所以我坐到二邊，因為我攞航批嘛，對唔對？另外一航批都是生老嘅金邦生出嚟，所以我賣病嘅，第二嚟，because 我唔知到時你是到時你就 anyway 我頭次到嚟時，我唔知到時你，所以我同意就對講，哦，原來這病就是生會嘅嚟，另外一航批咧是生老嘅了，你講。正唔是講就回俾坐車去啊！個10個人成緊啊，咁啊坐車去㗎你金邦咯，或者落去呢，落到你金邦，喺你金邦嘅人家了時啲國口會白白成班連招，或者見到啲鐵土，一時一個小地方啊，小地方，一時一個要到邊啊，你所在嚟咯。because 你點解咩冇電視機啊？咪本冇，一時只簡單啲人咧做青菜人嚟嘅，冇撈人冇咩冇出去國口嘅，所以一期嘅邊啊。
我就落車，我就行去看有人嘅所在，但人看到，你一看就知講我是外國人啦。我行來，我往潮，我講話，我穿嘅衫，你一看就講是，你唔是啲外埔嘅北京，嗰隻上海來，你就是外國來，外國來，快出嚟。所以人覺得掂樣看到我講，隨下面人，然後我講你又講閩華語。即係個少年人啦，少年人會話，伊講閩短嘅，所以伊就會話講唔隨咪啦，我學一個名咯，我講我會隨，我後來啲幫佬我係試咗就，揸正嘅時我個整驚後驚嘛，當然我是直頭佢隨便每人嘅就，講我會隨一個人，係咯，一個大波少年嘅教我病會嘅就，差不多會先喺度，伊就跳出嚟就講，喂老伯，伊講我係爸嚟，係咯，我講嗬，你爸，我是住嘅孫，伊講嗬。我唔制住啦，特別我坐到去隨位老伯，所以坐往白白去行自己金寶裏邊行上金寶嘅，行自己啦，一叫伊爸起來，伊爸是用穿到青色嘅是種嘅咧soldier嘅衫就中國嘅，係咯，啲嚟播啦，中國是嚟五粒青，硬嘅一粒青，伊有影就穿緊啲衫，你看啲青色嘅衫係嚟 Russia 嘅人嘅咧，伊中國嘅啦，中國嘅，咁我就講我是住嘅孫啊。伊爸隻頭好啊，過嚟嘅，伊講是伊過嚟，伊過嘅伊做10幾歲年做加年嘅，伊過就會教演出嘅個考到500對來過了，就是伊爸上回來，所以伊過離開是幾十年，教師就成個60幾年咯，所以500對嘅伊過啦，特別伊。這是你媽嘅名啦，你講你媽嘅名。我講我媽嘅名，你阿哥係點解本是60幾歲嘅人，伊就講是伊過嚟，就是教我爸上回聲，冇比我爸較老，所以我媽是爸比你媽大隻時候。有，伊是做過兵嘅，所以伊又講閩短嘅，所以伊講嘅是哇，他是我的姑姑啊，伊就考嘅咯。而家我講學嘅度，我冇咩講學照話，所以我未敢溝通到，我近年講閩短嘅，我冇法度嘛，所以我少咧就講佢隻物件啦，所以我就再講發生嘅咩事嗰種。你話生咩事咧？就是我係講成去南洋嘅，伊去南洋幾後咧嗬，我講是一個真簡單嘅人嚟，伊是為咗要賺，要做生意嘅，伊冇咩物件，所以伊唔是種有大波勢伊嘅人，伊唔是嘅，所以伊咪去咯，伊有讀過淡薄冊嘅人嚟，所以伊有淡薄知識嘅人嚟，所以咪去南洋啦，去推成話，啦感覺講比中國較好啦，比長沙較好啦，啲所在較應攤對啦，啲長沙咱人佢大啲嚟金鳳街裏面變做半行對唔對？你點解我都可以拍戰嘛？日本兵拍入來嘛，所以拍戰啦佢後日本兵嘛，係咯，印度講我成落去了，係咯，搞點時啦個叫阿梅啊位馬啦，阿梅啊白白坐見啦落去，一直坐落嚟見咗，所以馬是要成落嚟大步見咗，成落嚟大步見啦。所以佢到馬來亞幾後咧，嗬，伊個成鏡落嚟嗰就，伊成頭第三日咧是一個走話嚟過嚟就，然後第四日就是歪老伯歪爸，所以咧嗬，特別講要成頭嘅位要成4嚟就，特別我 whole life 啦，我近年就係講歪伯教我白白大，頭一個 number one 咧教我白白大，第4是歪爸嗰就，所以用咧有兩嚟時咧歌咧嗬，我有聽過，特別我近年聽過。一個講法呢，就是講上去香港嘅歌，上去香港嘅歌，我媽一世人家就講上去香港嘅歌。第二禮拜咧，嗬，伊唔係講過，伊有講過，未必有講過啦。我哥哥有可能聽過呐。我就係講原來伊4個囡仔嘛，特別我爸未出世咧，點先？所以伊3個囡仔成，係了。我爸唔使出事嘅，啲都冇咩事，我冇咩事。我就講阿家伊有囡仔就對啦。係啦，我講咧嗬。冇咩嘅吞食，迄種隻本好簡單啦，咁勤課本啊，都去到馬來西亞你40年代、50年代，咁時本冇講好日子㗎，未講話落好日子啦，本是話攞拍成幾後4幾年咁時啊，冇講好日子，我爸會出事嘅嗰時，係啦，有呢個呢度3個囡仔咯，阿冇就是2個囡仔啦，總之2個是特別有咧 confirm 咧，所以呢度就係講我媽係到呢個一拍病。拍病㗎，老官講下，兩準備好時啦，冇得叫嘅。40年代嚟，喂媽唔知丟咩病到咗啦，แล้ว拍病㗎就慘啲老官厝裏邊，佢冇女咗，就派面嘅人嘅。แล้ว喂講到坐落嚟見到佢跳海嘅就，因為一陣間喂媽被死嘅就，所以阿冇我成死咯，我坐我落嚟見到佢跳海嘅就，แล้ว喂講滑落嚟，大病滑落嚟。自備冇語就，見那時，一啲所謂見那時，我係媽一世人無顧就講起嘅人。
你哋所以我就是念到短嘢你告訴你講嚇，做咩事人嚟講我馬傳落嚟大部件落去南廟，係你我在就禮拜呢。伊嘅順啊，就是講佢我講你馬是為歌係叫大部吹裏邊呢。佢講佢冇傳落嚟去嘅，一齋傳落嚟去 ，because 伊歌咧咪離開，當時一齋嘛傳落嚟去嘅，你第二禮拜冇去了嘅，講安怎冇去咧？你講走去跳海，傳落嚟去去跳海，係咯跳海咧嗬。我楊文仔啊，這個是小説楊文仔哦。對 ，because 傳到短去中國嘛，所以楊仔有可能講係數咗，後來自己就較好貴咯，做嚟做好貴咯，特別我媽是冇講起，即係第二禮拜個數咯，係咯，後來是冇類啊。心裏邊嘅詞，心裏邊嘅詞，因為依家幾破病，咁咁依啲鬼門關未試了，嗬，任羅昂個神喺度對嚟了啊！但是講任羅昂出嚟走嘅話咧，嗬，我自己本行過佢本啊，而家就係講跳海跳別事，所以係咯。誒跳海是到啲本來是到啲乜嘢？到啲中國個少，我唔少到啲乜？一路南洋啊啦。馬來西亞掉馬來埃。而家是有攞你攞嚟佢，後係一刀攞嚟佢，都冇佢就對中國啦，一刀冇嘅。所以有時 Malaysian 咧，所以你歌咧可是人哋後來是有陣時未過日子咧，查某囝又買 Q 查某，又買小查某囝，古仔就是係衰咯，伊買小查某囝，小查某囝是學一個人帶去香港試咗，所以特別是講我一個歌有影有可能啦，但是如果畫掉嘅話咧，伊是香港嘅人嚟，特別我爸應該就係講伊是讀到嚟南美，特別有可能冇聯絡啦。所以冇地址冇行咧，所以我哋會去香港揾姑姐啦。係啦，哎呀，少。是咯，佢除非歌嘅時候個香港咋，所以冇聯絡冇行嘅咯。所以你是正正係錢嘅 blood 嘅過嚟，夾接橋做鬼個冇上，知道做鬼個是依家佢唔知講幾時，但係冇就做日本嘅，所以是橋端嚟似嘅，是後來橋端嚟似嘅。所以旺仔這裡數據後咧，我發現到講。喂，馬嘅會斷啊，做依家做因為我經驗佢安尼做物件啊，伊無個人 share，無個人講嘅。嚇，伊無個人講起咯。所以後來我有影有 keep in touch 咗，我到底每陣時我幾日到到短去去學照去看這個uncle，這個 auntie，甲我嘅 cousin，所以又做一隻背啊，做一件，所以我聯絡咁咗啦。後來唔知發生咩事，我就冇再聯絡了。I think uncle กับ auntie 應該是 auntie 係點解佢就少年個，伊應該固定個 uncle 應該是冇啲啦啦，應該是冇啲啦。係啦，表哥，但是我愛嘅話咧，我still是過除掉佢。because 係你咁崩啊，你看款啊，看伊私人款啊，應該是未發展到到位嘅啦。你 still 是 connect 到嘅啦，我冇諗到你對佢笑話哦，成上海那嘢啊，定對嘢事。你 retire 咧，是你去咧 Utopia 喺邊，去一個世界 retire。啊，是我 retire 我買到中國咯，老實講。到韓國，伊唔是我帶嚟 ，sorry 唔是我帶嚟 ，me is not the bad place，伊唔是我帶嚟。所以伊度發生嗰陣時咧，所以我爸是第四嚟嘅，係啦，我第三嚟講唔使走去到路咧，香港嘅，第二禮拜是冇嘢咧，頭一禮拜呢可是哇啲對了，哇到啲馬來西亞過先而咧。所以這是我係厝內面，我爸這邊嘅故事咯。所以我講起來是我本來真歡喜嘅就講，我有我做到這項物件咯。但是講，我啲心裏面想咯，我是去咁嘅做就，原來啊，迄一個講啊，你媽是我嘅哥，迄一個翁哥啊，我應該按照叫伊個調啊，我唔知。我 try to way link 我特別有啲 flow chart 我嘅。你就叫故宮了，唔知是叫故宮了。我媽是伊嘅哥，所以特別講啊。我媽是伊嘅爸嘅小妹咯，所以伊嘅爸嘅小妹，所以就是講我爸嘅媽嘅哥，我爸嘅姑咯，我爸嘅姑嚟，我爸嘅姑嘅故宮，故宮，我叫故宮嚇，意思我係故宮就對啦嚇。這自己嚟啊，這就換照關先。有依下依樣，三叫叫係。換照關俾換照關，俾換照關。一大冇換照關，我就有嘢咩？我就想起，我每一隻我唔知啊，都我唔知。我想就，而家我在玩 Clubhouse，玩就係及時候嘅細哦，係咯，我做緊嘅換照關，我想就 OK，換照變嘅啦，แล้ว喂，你講呢山啊，但係換照係山咧。是咩？變換照係山係咩？換一隻就變換照係山，咩就叫變？安怎你嚟試下咯？係咯，真係未照你。安怎你試下？都嚟佔看咪？佔咩就叫變？佔換照啊？試條除。冇啊，等陣
即冇啱即 topic 嘅，白打我甲你講係咪就是佔啊，環你照隨住你 topic 講環照嘅，照環照啊，會使我寫起來環照，環照關，咱講環照嘅了啦，漢語叫我環照會使講。你阿龍啊，你應該特別真正 proud of yourself。即個是無講真正，即個是真坎坷做會到嘅物件。你做會到，你應該是對你家己真正驕傲。感覺我看我真有意思咯。我心裏面想啦，我故講講咩就，我故講一路看我手嘢講下，因為養嘅廚師啊，因為伊廚師一個山坡啊，山坡係啦，伊廚佇一邊，係咯對面有一間厝，咯中是個空地，即係細空地呢。你意味住講是一間厝來啦，一間厝係咯，有一間房裡邊，係咯，有一個廳，有一間房。伊帶我去講吼，這間房，伊記我看這間房同伊冚位鎖起來咧，這間房你媽教因嘅房間嚟。你講人接新娘，就是來這邊新娘房接新娘，喺這邊接啦，佢哋講嘅位嘅，即係接新娘。我喺裏面看啊，哇！一九三幾年咁時真教因嘅，係咯，我徛喺一厝個口看落去啊，有影是真有女嘅所在咯。我喺心裏面想，我啲光條你叫當見嗰個紅毛灰路啊，古早都有紅毛灰路，不賭個了啊，伊會光條伊起個邊，特別感覺講咗，當見咱人看用在阿咩在菜在一大堆，有可能60年前唔是做呢款嘅物件嘅吼，因為60年前有可能更加清氣個，家家。因為古早冇呢啲衫，山古早對，當今是起厝，伊厝嗰是拖卡厝啦，個了啲小只簡單嘅拖卡就不多起嘅拖卡厝咧，就是講，就是講冇 decoration 就啲啦，就是其實起到為到大嘅，伊唔是水水嘅apartment嚟，咁咧起到拖卡厝，咁咧夾咁咧一樓嚟。我想咯，哇！古早應該是較清氣咯。伊記我看咧，我是新娘房，即就是你媽教因了過後，唔教因啲點先接你出去嘅。古早一大嘅這間房間嚟嘅。哇！我心裏面想啊，那是我媽故啲啦。我講3年，到等於隨時講，你係去中國哦，帶落去。你講伊來到這裡咁幫嘅事啊，伊會安怎啊？我講到伊唔知好嘅安怎，我唔敢 imagine 咯。你 imagine 講伊離開60幾年啊？到等於家己古早教因用嘅房間啊，哇！哎呦，是咯，未想到，伊應該伊唔知感動嘅安怎伊。啥物時候伊有新嘅事啊？伊無想講要轉去哦，迄陣時。後面物件？你媽。伊無講伊唔係轉，伊未曉答我。哦。伊是唔知做 process， 我所都轉伊唔知做 process 看。伊唔知安怎 process， 伊啲心裡面就講轉去啊。我會啊，伊就學習咧，就成用啲資料嘅時候咧，唔就俾我答啦。好啊，你講伊就凊彩咱答我，安尼凊彩咱錯過嘅咯。所以，伊上 maybe 有你講 ，maybe 往時伊嘅巴士對伊上 maybe 特別通考淡薄伊。對啊，你在啷幫去？佢拄着。迄個隔壁叫80幾歲安迪個地個咯，就講死無啊！解過嚟擼骨啊條個，臭落大家古早就是玩介紹名，就知啦。講野外嫌照啊，照飲鼻啲氣嘅種啊。Hello，係關咩事？我唔係就是我只看到呢個時候，我上條環照咩？環照慣。我咁樣諗，我會 try 到好諗看喂，安怎好人看喂 window 我記得我講我吹掉，喂是可能對中國，我等我被 share， 我做 share display capture，OK， 我 display capture 看，我看掉 ，OK 好人看我講加我講小英，唔是我講。我講甲我媽啦，對，我講甲我媽嘅時候，因為我喺度看啷，你會記講，我講我啲老厝曉，啲老厝個有一個仆機，老厝，所以我在讀嘅先寫條overseas Chinese repatriation registration 哦。如果伊個要做到對中國人，其實對去做中國人，對哇！即係你把你看掉啊！伊都冇對去了。Maybe it's for the future 應該。啦，if paperwork。特別你在中國人。This card used for quarantine purposes only。哦。伊接落對嘅嚇。係
因為燒到對。嚇，伊要燒到對啊，你去 apply 啊，伊一頭學你 citizenship 誒。哦。迄個點先有可能 ，because I think 迄個點先新中國要起來點先。巴魯still 想過，我小弟甲我講。巴魯冇你贏咯，巴魯愛拖到對做中國中啊。伊愛人才啦。對啦，你特別有 contribution 咯。我看到我小英個位啊。小英，住小英咪。這是我。舊位，你講緊你媽。我講緊我媽。這是伊人大條啊，伊人教英大條一間厝咯。哦。So 你看，這是我講，我今日會記，之後講我講嘅小英，真係是小英嚟。特別我有嘅，我爸到底厝嘅是一下是七嘅，就我。我係教我係講。阿 John， 你是唔是係流浪？唔是喎。你唔是啊 ？OK。你去咧YouTube 嘅 link 喺度頂面。YouTube 嘅 link，然後so 即攞電話時候，因為我講教我媽啦，即攞看，然後伊個這厝是之後你看到，這是我厝內人伊個這是怎辦條？以後你看怎辦，我慢慢去，我看。然後嗱，這條較明，我這條較明。你看，你後頭一字看到。哦，這是一字字，這是我人行對去嘅，我人行對去嘅。中國人看人多南洋貴得好日子，行到啲人看嘅。對，伊是蝦米啊？蝦米檳榔啊？蝦米餅？光餅？哦，這光餅是小英嘅，蝦米哦？然後光餅是一間翕小英嘅店係嘛？光明是啲光明是小英店。小英店鋪底係嘛？哈，王哦，伊是貴仙的日子，貴仙的日子，農曆11月22號，主啊咪主是一主，這是伊生命，伊個 Christian name 生命。哇，呢啲咁即係已經是 Christian 啦，就誒，肯定我有看過，這是我嘅左講啦，我係左係哦，這是我左嚟定。再看一個鏡，แล้ว舊年嘅衫就是安尼，我咧將你阿John 啊，對起啦，係你做對男媽係你小英啊，多謝哦，我左啊，嚇，你看伊兩行嘅，一行就是一下母親嘅王子pass away，特別阿爹嗰一個爹個，阿丁是我講嘅哦，等我看 ，OK。這下這樣，祖咪我 YouTube 聽啊啦。祖母王日11月，想咧，想字嚟，25號，11月25號哈對，按這一個寫母親，哦，祖母的名字伊個媽，一個是媽，哦，伊媽是裝。一個是22號，一個是25號。對。這是哦。一個就是伊個媽pass away 嘅日子，啦，一個是伊個祖pass away 嘅日子。哦，我係祖啦，that means because 伊母親是伊媽，母親是這是我係媽嚟嘛，這是我係爸係媽嘛。呀。母親嘛，你講咯，啊不，你媽咯。母親你講。Sorry， 冇事事，你媽，你爸係媽啲嗬，我爸係媽啲。就是你做死啊！我講又怕時間，你媽，那我係媽係房間。你都唔理啦。冇，這就是中國，這是我係講嘅，我媽係厝咯。中國哦。中國啦。舊我媽係相款咯，真像。嗱，伊厝外口，對，本是安尼款嘅pattern呢。哦，真像。嗱，這是伊往嘅老厝啦，特別無人大，特別用個燒掉個咯。我跟你講，迄個生有影，迄個這種嘅阿毛會做是差不多。安尼款啊，貴嚟金崩嘅啦，安尼型嘅。因為這我cousin啊，咪看，這是我係左。當然係金崩是真像咯。這是我係左係幫，我係。有時都會潮州嗰時都會。這是到底廣東這樣係咪啊？這是我啷看落以後，他當然阿咪講嘅我想自己名。一名叫做伊是唔是永正，姓王嘅。哦，伊名王永正。
荣进是我做名，荣进王公墓是一部嘅事啦。然後伊聲明，sorry， 聲明是伊嘅 Christian name， 聲明即是唔是約翰，是唔是教我上 John？ 就是我講我教我做上名，就係 John On。哦，啷啲中國仔已經是 Christian 嚟呀。對，我好你看我係做人去嘅 church 啊。嗱，這是當I mean 即 modernize 啦，這是當今日啊 today 嘅 church 啦，伊定到嘅。定到嘅 church 是得咯嚇，伊 chapel 就得咯。國家嘅 chapel 就。我說 actually losing 是 long generation Christian 對，嗱，只見咯，或者伊這是老國家嘅，這是我係早期嘅咋。是，安尼是幾百年啊？我唔記曉啦，冇幾百年啦。啊？特別因為我未記，因啲中國好似就是冇 religion 嘅咋。嚇，這是 before。但是冇 religion 嘅咋。Before that 嘛，呢係有 Christianity 啊 ，because yang前啊，係 communist 係咪先卡出嘅事？冇，伊是 communist 正，你看伊是 communist 正嘅是後嘅事咯。你話未記古仔是 mission 嘅，古仔係 missionary 寫啫。你看伊，古仔是用正 missionary 這邊去嘅。During 係你 British 嘅事嘅啊。嚇，伊特別講伊唔是 cultural revolution 嘅點先係物件嚟。呀，伊是 after 你係咪 Boxers Revolution 係咪咁樣嘅事啊？伊就講係 missionary 啊。是我 cousin 如果我係你啊，情侶係你隻勇士係你做嘅事。係啦，你講勇士，你是我左嚟㗎。我是唔知是。我那是叫你入阿羅嘅衫。所以啊，你是莊嚴嘅衫，所以莊嚴。哦，做莊嚴，你是莊嚴佢哋成勇士嘅衫咯，就。哇！你攞嚟使我看一啲字哦，我看一啲字。我俾你成日做你。皇后娘娘啊，看你衫。唔是，這是莊嚴嘅衫嚟，莊嚴嘅衫嚟。冇，係查某係做紅光嘢啊，像你做你皇后娘娘啊。對，即係你peranakan kadang masih ada ni pattern ni kahwin。這是我係做嗎？冇可能嗬。冇，看你阿龍嘅小英。哦，得咯，我看。得咯，你同你 show 掉下，我冇看到。紅光嘢啊，你查某像你紅光嘢。哦，係，睇到。我想下咧，皇后娘娘咯。皇后娘娘。啦，冇想啦。是啦。舊而家前日做你紅光嘢時，就冇得咯，特嘛是你王貴妃。督搶嘅事，督搶嘅事。啊，對啊，像你楊貴妃啊，你看你啊。我就是做戲白，我做戲白班嘅事。特別我個抄條位賣相咋，因即使我面嘅時，我自己節目上面有啲嚟邊咧，我賣古仔協聲啊，我哋講，讓古仔讓啥 studio 協聲特別你關嘅時候，衰咯，啊，掉咯，協聲，成日點你看一遍嘅，這是你嘛？我係嘛，這是我嘛得啦。傳播介紹時就是就我係小英個老師安尼看你 ，because 我係直係傳播嚟介紹嘅時啊，我看到正直就我係小英是安尼看你咯。我嘛本有啊，你個時也咧一個吉他。唔知，即叫。去賺二代啊！聽我講，以前我是想個阿龍寫啦，然後也咧一個吉他。我看了迄個小英嘅時是我媽貴姓嘅時度，我媽旁邊跳出來，係跳出來是教有人講，實I mean cool，哈咪數落到了一個小英像個你嘛？你上邊？人我要蝕氣啊！你看到猥瑣，我覺得你特別 scan 住條相，係咧你自己估嘅一樣做上嘅相，你放啲 Facebook 但都係 viral 啊 ，repost 你買架吉他，你使 Mother and I， 你使架白行，你使架河螺啊，是嘅，係咪先？有時咧，我除咗自己，我唔知做住嘅相，依記得一個波。哦，難記得一個波。哦，所以嗬，這是如果這是亂碼啦，這是亂碼。唔係，這個唔是我碼，這個我碼嘅，這個我碼嘅。但係咧，喂哥，人佢真電頭毛嘅事。啊，這是單，這是你薩魯瑪，你個帶gerinting rambut。呢個是而家你冇咧，超過是，安看。哎呦，真衰嘅，我真是解。安尼，你有試過夾嘅花，你 plastic 嘅花。喲，我不知道。我當見老了啊！我計上甲我媽咗，我咪是夾我係小英，我咪是夾我爸比嘅時，我咪是夾我係小英啊！
甲我爸比叫我 cousin 咯，我 cousin 講，哎呦 ，you look so much like granny。Granny 係乜嘢？哦，阿媽。我媽呀，我嘅媽，我是叫 granny。我其實我有想要對去中國見我嘅對我嘅 cousin 講文咯，特別錄地址㗎啦。我當今時我有 WeChat 教我嘅 cousin， 特別我 feel 到我唔知地址，我應該問伊，我應該就寫起來。我講我會成個講，好像Suddenly啊，lost touch 去就，佢再了就知道就。只講 the only thing 是我係媽會病啊，我就 curious 講我媽會病嘅，我係媽會病啊，真係感覺到樣正。唔是 secretive 咋喎，我每日你出來講啫啦，冇行嘅，我感覺到咗，我唔知只係我買餅嘅個數嘅，所以我其實會去按嘅。真隔了真濟，我人是隔了線，隔了sometimes 我感覺overly secretive。上個我真濟 cousin 喺 Australia 係咪隔了啊？我唔知人嘅咗。我知講伊人是住 Brisbane 啦，住 Melbourne 啦，係咪所在隔了本有啦？但係咧，我是唔捌去 visit 伊人，我去甲 touch 位，我本冇去 visit 伊人。幫咁啲嗰個，幫咁啲冇啲啊，幫咁啲，阿龍，佢在講你媽嘅故事啦，真正好聽。喂，媽嘅故事。我到 clubhouse，我哋。冇治療嘅。OK， 你治療，好 ，OK。有邊位就係講到clubhouse。我是要聽，我吧，喂，講你本是有隨到你講嘅故事，你是幾時個去有隨到，夠有興趣去隨到你講故事。2014年，你話唔捌話講嘅咋？伊貴先，伊60歲，轉到貴先嘅，因為是60歲時，我係媽得個話未教英文啊，我係媽得話六個十八。其實你媽會爸。對，這個小英嘅是我買吧。哦，嗱，等我睇下佢小英啫。你話伊講是唔是？你話啥？成個你讀阿莫赤嘅爸爸。對，成個我講嘅小英冇講。伊是美蘭出世嘅。哦，伊是第四漢嘅，伊先是唔知第三。你有冇想嘅原本嚟我看你嘅鏡面有冇想？尖嘅咧嚇，對特別伊路卡，我冇路卡，係我對着我伊看起來路卡咯，伊看起來成個真怪怪嘅度。我係舊人個了啊，真嘢慣嘅，我係舊個了6 foot 嘅。哦，你講你講落慣咯。我係講伊人講係5'10", 5'11". 哦，佢差唔多我係height啦，我係height。特別我係舊人個了6 foot 6'1". 係咪咯？伊真慣，路卡伊媽的唔是真路卡，伊媽的。你小英真正小英人真隨掉。都是，你知啦，伊人好笑嘅，隔了成個阿龍講呢，真正是個掂物件呀，哎呦，到有空了愛掂啊，好彩為伊啊去夾起來就，伊講即個伊嘅爸啦，而家阿爸嘅小英真水啊 ，actually 有成空，然後你就為伊啊介搞呢咋，伊夾起啊你幹嘛下邊嘅店啊，即是20小英店係啊。小英店啊，伊叫伊人 Photoshop 啊，scan 了 Photoshop restore 啊，一個 reprint 啊，阿再伊唔知再幾時掉呢喎？哇，搞，即同佢就方便咯，你家己啲做家己本嘢做掉嘅嘢。是咯，特別俾嚟 scan 一嚟 scan 一嚟 scan 嘅啦，我掉，你用你 handphone 貼咪 ，iPhone 貼咪。搞嘅人咪會曉咯，成個話你可能是未用啊。佢就 ID 人 sex support。你問講阿十六沙有 service 咋，你使 send 啊你。你去隨你聲咧，你夾可能做咯，用做個少少又攞幾實咧。你哋就辦幾年 ，OK？你就應做呢，你隨住你 freelancer 啲做好呢對嘢。我把刀retire 時我俾做 photo restoration，因為我就是個做呢個 photo。但係我老啊唔知咪照快掉啦，你 restore 時佢個差佢啲 original 嘅時候。有叫 retina display，OK？retina。阿 John 你把路 app 所轉呀，直頭做好咗啊直頭做好咗你得失淡薄呢。特別伊做個水嘅一邊啊，我時都在你隻 app，講伊做好你看啲小英嘅畫起嘅，咪照佢捏啊。
非常隨意嘅。來叫你搭波呢？唔是半日搭波。係 normal digital photo album。哈，看你講實，你講嘅變成你媽邊媽變成你講嘅變嘅做咧 exercise。誒แล้ว你講下，แล้ว你即是你媽你姨除掉แล้วอี叫你家媽變成一點 restore 嘅時候。嚇，對，伊叫伊人 scan 了過，有一空actually the original 啦，因為是伊人用 Photoshop just clear up 咯。恁你講嘅故事是安怎咧？安怎除掉這故事？我每位字句，哎呦，真係慘嘅是咩啊？他暫時只講14年呢，是啊。我係 interested，because 我看到這小，因為我唔捌看到。一條小英學外講少年嘅事啊！我捌看到一個小英，伊是較老了會點聲啦，唔知50幾歲60歲安尼啊。然後伊是哎呦，種伊穿嘅衫安尼特別啊！伊穿嘅衫計阿毛款嘢都知哦，嚟下邊乜都有人，然後我就奇怪啊！伊嘅底是係咪底嚟嘅？意思講。แล้วสิก็บันมวยกูก้องแล้วบันที่ช่วยอีหลังที่มวยอีหลังไอ้เกอร์เซนล่ะมวยที่เกี่ยวมวยฮักเกี่ยวล่ะแล้วบั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สิ actually ว่าก้องเลยสิอุลุยหลังไอ้เกี้ย嚟อีหลังสิอุลุยอีหลังตัวเมดานะอุลุย做生意อีหลังสิ做這個 import trading B 啦，trading B 啦，糖啊呢物件嚟做。OK。所以細漢出事嗰時後面，伊人大厝啊，是正大間，成個只 estate 安尼做。哦。了個有來，成個正濟工人啦，後面個 groundskeeper 呢物件嚟做。伊有一擺，伊 groundskeeper 啊，捌生過一個巴達啊。哦，是不是啊？伊人家來收起來，伊會單獨。哦，安尼 live 嘅就，嗰時你再轉水人走 from 梅丹咯。啊，怎？伊人走 from 梅丹，伊會巴啦，為咗，伊是第四行嘅嘛，為講嚇，伊走嘅時候個，伊21歲安尼咧。Just like not long after 這個小英 was taken 啊。แล้วอีนางเจ้าทำอีโก้ทำอีจีไหลเป็นนังเขาก็จะกินยามาเจจุนยามาเองกุยอ่ะอีจะเลยฮอลแลนด์authorities อ่ะไอเลียอีนางจ้ะโอ้เองกุยรู้ใจจนสุดทำสู้อีนาง stockpiling เสีย market manipulation อ่ะof 一蹲回做一被差嘅只關嘅，你那 control 嘅只關嘅，所以是上去迄個Dutch 政府未好trade 去這個荷蘭嘅。冇嘛 ，Indonesia 都是 Dutch 關嘅嘛，對冇對了是都是伊人係掠啊，伊人走嚟邊領咋，了伊個爸，我講嘅爸都學伊唔知就最關伊嘅成理，伊 brother 係咩？了是早辦嘅時 after that 就夾辦嘅事啦，伊就冇嘢咯，係嚟成理。特別伊人嚟邊咧時，人們是 still 好嘅愛在這裡，伊人去攞嚟油泵。哦。油泵到單張到剛參節落檔係有什麼嚟啦？哦，了嘅是他暫時話講滿少少年個20幾歲啊呢，伊唔知20幾歲，我媽寫伊唔知2歲啊呢呢，了伊人真好笑呢 ，because 伊人教伊那面是 arrange 咋，是屬解咋，安怎拄着？伊人係大上位喲，上金邦單張到講下面。安尼拄着，佢我媽嘅爸是賣切得媽。哦，佢切得媽嚇。有位講硬豆嘛，我媽正歹嘅，甲你講。佢，我係講過真嘢曬樣，伊佢是家了，真係好笑嘅，真係好笑咯對。有人佢油泵，有位媽家教因了啊，有生內囝時個小好好個伊講有人工人有 nanny 啊，學伊囝，我後面啊，我媽講，有嘅是夾辦，有嘅是我媽是講伊個生結婚嚇，生結婚啦，唔知是唔是啦，唔知點點。你是媽講
你會講嘅歌聲嘅會。伊只個人，伊人家了做搖板無正正去過啦。哦。去下邊是去廿類嘅呢，數啦，唔知對唔對啦。即係嗰啲對你媽嘅歌數啦。嚇，有特別有嘅人講，maybe 是有關係到日本仔來喎，係暫時。哦。係暫時Japanese 嚟啊嘛，我係是啊。伊細內囝咧是隔嚟就嚟加 deteriorate 咯，加無呢有類咯。特別我講啊，你看伊安尼少年，你是伊就安尼好命。特別伊規世人伊無，伊真正真彩嘅人嚟咋。哦，伊無成個講好命先係一種啊。伊無鬥嘅咋，伊會甘願做工嘅咋。如果是人落腳啊，生9個囝。哇！嚇，7個查某囝，6個查某囝，我嘛是第尾嘅。哦，哇！所以我嘛甲伊咯。有你大伯是清炒你嘛咯，這回咧？哦，我大伯啊。大伯冇啦，咩大伯是拜。冇你，sorry 你大姑，啱啱買大姑嚇。大姑。我有白話嚟整個只係我邋遢啫。愛90歲啊！我看我姑。哦，但係就你媽有咁白咧，20歲。我係媽68歲。哦，20出去，20幾啊，20出咯。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冇 really 仔。依個叫做大人啦，厝內面個家是 baby 咯。是咯 ，something like that 咯，嚇，舊嚟見啊，就是安尼啊嘛。舊位嘛，平常啦，位嘛，我就是講佢哋阿 John 嘅媽媽嘅朋友咯。位嘛厝本是俾你下弟姊妹揾。哦。因為我覺得我除咗聲裏邊啦，位嘛唔知是唔是 first love 啦，位嘛等我裏邊咧，有一條聲，我感覺到這個 uncle 係你點生快人鬥啫。等陣。啊，好看，快人鬥啫。特別唔知是住佢，佢阿尾有名，阿尾有名。係咪咧？講埋，哎呀，咪同埋地址咧，講名就好啦。冇，伊地址已經是6年後邊喺新加坡電話嚟，當然唔是6年後邊，當8年後邊。你雙紅是你買名？冇，我買名咧。誒，喂記喎，喂媽，我聽過你媽，喂媽講雙紅嘅隻名咧。收紅。哦，收紅。係咪紅雙紅？我成講收紅啲。特別喂媽白你媽咩？啊，是我媽白你講嘅。一制。啊，多謝白你講。咁伊就話嘅咧，你講笑。喂媽好屌誒！依個我大姨嘅食，你媽個我大姨嘅食。喂媽，我係大姨啲，我邊隻講嘿，劉生安怎啊？劉生係人叫劉生是，個早人白喂買，嗰時叫劉生，點解人冇叫劉生啊？半早會人啊！嚇，你大姨。我大姨條，高啲，但係冇啱個。哦。劉生。誒，你是王生嗰時候？冇啦，我是咪姑。有時。喂媽，我係同你講，我係媽正好笑嘅。嚇。伊mother actually 伊細漢嘅時，伊嘅媽就死了，伊媽是陽光來嘅咋。哦，陽光，陽光，但係是陽光斷人。斷人陽光嘅斷人。哦，成位嘅。誒，陽光仲要叫咩啊？要話名哦。冇。細嗰時越南嚟。sorry，陽光是緬馬嚟。冇。嚇，緬馬伯嗎？陽光叫咩啊？是啊，陽光唔是陽，哦是啊。是咩？古仔叫 Rangoon 嘅，喂記。Rangoon 嚇，嗰時古仔叫 Rangoon 嘅，古仔叫 Rangoon，當機叫陽光。我嘅抄喺 geography。伊嘅 mother 早就死了，特別伊爸歸娶一個查某，伊 stepmother，特別伊 stepmother 伊是伊細樣伊 stepmother。然後伊人隔了成樣嘢曬 style 咯，隔了。哦，所以是樣嘢，陽光嘅樣嘢。應該是啩，就是我媽規世人我嗰日看到伊穿是滿嘅啊，伊穿個baju kedah teh，有阿媽baju kedah， baju kedah是個 teh 穿位嘅咯，伊係你kebaya baju kedah 啦，了嘅是伊拄着我講，就是tanjung tokong嗰邊，你知係tanjung tokong係你一個。temple 叫咩啊？特別講嘅。面是特別講。係咪香嚴寺啊？誒冇。梁山寺。
伊人就是大學下邊。就係你 temple 良辰唔知喎，得住你講話，我是唔是講對你漢面有嘅嘢就Google 顯示出來有嘢有啦，仲係冇當叫個地個啊！你啱。你講有嘢會梗係冇後邊成日講，成日講嘅你撳配啦，成日講你發撳啲講嘅物件是冇嘢字啊！你講係啦，喂，係咪事啊？你隨看得咯，你講下得咯。我快啲到。阿龍，你講下得咯。誒，唔是喎。良辰時。良辰時啊。但用到講嘅良辰時，但用到講嘅啱冇幾廿經嘅嘛。兩應該是龍係咯，龍。冇，意思都是 NSCI，你寫良辰時都 Google 咪除掉嘅。哎呦！你睇下你 Tesco 啊，但做冇啱嘅期，before 壞嘅事啊。Yeah， 係咪？哦，這邊只是漢面嘅第一間啊，大間哦。我係邊嘅？只大間漢面咪是有一條路斜嘅路。漢面又等落來，有時咪是斜嘅路，啊落來咪是暗來路，係一間啦。must be 啦。係良辰時，嗰是向辰時。都是良辰時。我感覺就唔是良辰時嘅啫。because 我除咗等住讀講係叫向辰時嘅啫。向辰時啊？是唔是係一間漢面嘅地？漢面落山咧地。你在等住讀嗰 Tesco 對面就對啦，阿妹邊。對啦，阿妹邊，對。要馬來，要隻馬來經，隻馬來，但係係向辰時。對。向辰時是漢面嘅地係一間啊？我等仲讀講 road 啊。對，OK，我知嚇，下邊就下邊啫。伊人就是下古大下邊嘅咯，伊人就是大下邊拔掉嘅咯，喂，講甲伊，然後。你講嘅要幫是一間？當然無了啦。但要幫係冇嘢咩 ？I mean，下古是日本啊點聲嘅啫 ，just like befor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OK。誒是講為兩隻邊嘅頭字你要幫你度嚟啊？你講嗰啲，你冇你講下。冇，是講為講到啲啊，呢度八你講十歲啊，就是講呢個啲個啊。邊啲頭字你要幫啲醫院到對邊？是啊。講呢，so 佢哋哇你 hotel between hotel 㗎，你 Bayview 㗎，醫院到對邊 road 嘅，so upper road 咯，佢哋幫佢哋 cemetery 佢哋嗱嘅硬嘅幫嘅幾邊？你是邊啲嘅頭字你要幫嚟？要泵，OK， 我唔知。anyway，因為喂媽，我唔知最少我係講嘅暑假了，因為講啊是真呀，真差嘅人，一真呀數滿嘅咋。喂媽是真呀派嘅咋，你媽水嘅時陣我唔知 ，because OK， 喂媽個字係特別啦 ，OK， 以前有嘢人，有嘢就冇，伊唔學到小伊小英嘅，咁嚟講。伊掂㗎了，伊少年嘅小英咋？喂媽那我說我無伊少年嘅小英，我唔知伊是水還是無水還是咩，我應該是水啦，我講應該。特別伊是a bit 怪傑嘅款嘅啦，我都知。有陣時是冇簡單嘅，我講你媽。世界真係，咱係世界你 interesting 嘅人嘅呀。只啊，我係講字啊。所以你講㗎你媽。你媽跟你講成部落 opposite 你是唔是？a bit 咯，แล้ว喂媽寫字咯，我係講慣咯，因為是喂媽係咩話講嘅喎，講嘢喎，係咩嘢喎？喂媽字特別啊，較切啦冇，較切啦冇，了加冰冰嘅啦。嚇，伊行個了，伊人落叫行個了字呀，是係講話數本嘅款咧，像我媽的咧，冇咩人嘅，特別我媽係咩人嘅。了伊真呀細樣我媽，伊 OK 啊，我媽 pregnant 嘅時啊，多不多嘅時，我媽講 I craving 之類啊，是 craving 下嚟啊，伊會去也學嘢咯。So 我媽 apparently 伊 pregnant 嘅時係多不多嘅時，伊係數很記嘅喎。然後下古嘅人啊，女仔人就數嘅啊，伊人是用係你炒個記古龍嘅 tobacco leaf。對。我媽都教我講啊，唔是豬啦，唔是。呢是 tobacco leaf。伊叫伊家己包，家己古龍。古龍，有陣時你知哦，
我係講啊 ，introduce 伊到阿莫人嘅 cigarette 咋？伊講介唔明咕嚕。哦。奇怪啊，伊講。伊就成意咯。哇，是啊，成意嘅只細樣伊喎。哇！我媽係下面啊嚇，伊做伊。你講我媽冇出去嘅咋，伊冇去買菜啊咩？我係講做嘅咧。Anything outside the house，伊冇做嘅。你有大上一個你捌大當中讀講嘅呢？我唔捌大，特別喺你厝嗰地個。哦呀！都是我係。但係你學當中讀講咗，你馬達你係咪？你係係你啦，你係家己人嘅嘛？係哦，係你對邊都是嚟 neighbor 嚟嘛？最，我家己人。你講伊開係咪大 Carnarvon Carnarvon Road 伊開伊賣係咪學哥嘅？賣係咪啊？三份啊？得咧 ，economy right 啊？得咧。你捌教我講過啊？你未記啊？我未記講過。你講你唔知你捌誒，係你 Carnarvon 誒大係你 Carnarvon 甲 Burma Road 誒 corner 賣係咪啊？沙河飯。economy rice 啊，我未記啊，我唔都知。呀，對，當住你講你在你上面隔嘅對邊 ，yes。係你咁東嚟嘅對，伊是一個地咯，伊是貴個地㗎了是啊。阿龍，唔知有40人度係你啲嘅呀。伊係咁係你地啊，是有類人嘅地啊。啊，尾是係你有類人啊，賣荷。嗱，即係啱。嚇，你啱阿尾呢咯，係你地㗎了，你看成個正亂嘅阿尾邊。我買厝就是阿邊阿尾呢嘛。我會記樓梯站，我唔係住去過。嚇，伊是安尼咯，伊厝個了，然後無只個無講只 organize 呢，係無 block 嘅，伊都是金崩嚟嘛，金崩嚟款嘅嘛。我買厝我超大邊個。我唔知嗬，你講嘅扎你講嘅歷史嘅古啊啲合併啊，唔知伊會甲英國中嘅出來人有淡薄交插掉，唔知。唔知，伊英國中是倒一邊嘅。英國中江係啊，英國中嘅江是大啊，伊是啲公辦嘅做工嘅嘛，伊是到啲英國超嘅政府部門，伊是到啲當中度講灣海邊嘅啊 before 屯河嘅時，灣海邊嘅阿摩樓度經，當今咪即係變做什麼隻 Korean restaurant 什麼嘢，然後呢邊到啲多邊嘅 ，OK， 所以咱成講咱到啲係你當中度講你當中度講 road 邊出來後，即係香山市嘅邊過幫過來，係 Ramly Burger 啦咪就係咯。Ramly Burger 就講呢三家英 Ramly Burger 呀，定Dari Burger 係唔知咩跳舞嘅做 Ramly Burger。Dari 應該是 Dari。แล้ว下邊伊個對面伊有一間隻海鮮。對，伊有一間海鮮賣海鮮嘅食海鮮嘅等人煮茶嘅嘛。แล้ว你去過三家英嗰邊已經是當中半亞咗。三家英得咯。你講到係三家英。係你 Dari Burger 嘅咯。Dari Burger 伊個比較是隻三角嘅嘛。Strazky 對面係你幾擺線嘅店處。所以你先講你有哪位去當中讀，有哪位去鋪地啦。但是你要去鋪地嚟講，你咪是特別到啲當中冇啱邊起來，你咪是特別愛得貴迄個香山市嘅店迄條路，啊無就是貴迄個海景嘅大路，當中讀嗰個大路咯。然後你就去是一到啲倒手邊。就是一個有被吞，頂到有人吞拖去學花車，或 before 去迄個 street ski 係咩事？然後伊倒出邊嘛一個，伊唔知啥是seafood restaurant 可能。So on the left hand side，伊咪是 a bunch of 大間阿摩樓嘅咯。left side 位，你有那 keep 好嘅時，咪是倒邊咪是大間厝。One of the ones 就是英國中嘅江嘅厝啊。伊講唔知係咪先？香港 hotel 嗰邊咯。對。伊講唔知有是咪是伊地嚟？伊講，伊個人嘅厝人捌㗎了嘅就。有可能哦，actually 捌㗎了嘅。
啦，你當見諗白嘅啦，當見，冇講就食嘅。定到個無邊咧學勁嘅當見，個邊咧學勁咧個白嘅啦。喂，伊也是 super networker 嚟㗎，講伊白打就最個人啊，就你是下面人啊，喂媽媽聲，你媽是 Facebook，你伊是 Facebook 嚟，你伊是咯，伊是 Facebook，是咯，original Facebook 最啊，哦，你是我人嘅家己人嚟，就你有嘢 ，original Facebook 啊，你伊。actually 佢哋地咧是 owned by 一個 lawyer 嘅 family 嘅，佢哋 lawyer 嘅囝當兼就是佢哋管佢哋家媽嘅數據嘅咯。哦，滿是為 neighbor 嚟當叫佢講，當阿妹邊。哦，小白嘅啦。佢哋是 lawyer。小白嘅啦。誒唔，伊面是 the original owner，伊 lawyer 管 the deed of the。哦。because 佢哋地啊 still。就嚟大多呢就，但比如40人嘅名落裏面，如果40嘅厝啊，你當佢咪騰一邊，當佢咪騰一邊，下邊吹死啦，吹死咪是叫咩啫？冇 ，OK，水出水好笑，你個每擺 stay 啫。佢哋有類人咧是真正好 ，because 伊唔知 DC 下面年嘅事啊，伊何伊單人咁樣買起來咋。instead of 出水。so 特人 own the land， 特別是40人 own 啊，佢哋報。所以有時講是 own， 又唔是講我 own 一個 lot 呢，係孤隔了咗啫。subdivided， 一部 subdivided， 一是隔了啦。所以來做係咪幾啊都條唔一樣？你看啦，我感覺到那是喺地位賣啦，樣就是起慣慣咧，下邊係景水嘛。是咯，這樣我係見嘅嘛。你是真格嘅嚟嗬，你是看咩？啊，真格嘅對。這是你買樓嚟真格嘅。唔是，是我用嚟假真格。我即係呢個結樣嘅，我頭先你看你啊，唔一日自己真格嘅出嚟，我就講聽到是。啊，我已經笑死，我未笑到邊邊。我你笑起來。我講聽啦 ，OK， 人當叫人嘅故事啦，人是講，我是人。講嘛啊，爸母啊，可能告訴我是無嘅，起來甲人講是樣家己樣家己，我是算起來是時候淡薄，伊理由咧淡薄樣家己嘅詞咯，我感覺到我是樣買嘢起來講，你對樣是時候一種無歡喜嘅故事嘅可能。然後，特別是真正歡喜嘅 ，actually 我人是要知嚇。我媽滿正好笑呀，伊有一擺伊嘛早有背信呀嘛，所以伊愛甲伊爸伊教伊呀，伊愛甲伊爸嘅伊嘅媽會整蠱咋。伊嘅媽誒，唔知係咪啦，應該是整蠱啊，啥物啊 kitchen 嘅話啦，伊媽嘅啊，伊媽老咧，伊爸買可以嘅 ，because 伊嘅爸感覺咧是because 有 brother 嘛，所以伊條留落嚟伊嘅生，like you know 伊嘅。brother 特別有老啲生嘅細嘅啦。所以冇意思，成個成個嘅去啊，掛人啊，變做掛嘅嘛，所以伊別使嘅去伊處嘛。所以伊起行咋，伊起行伊爸，係好笑呀！伊起行伊爸咧，伊對處啊 ，during the day 啊，伊拄着伊爸行路，都係咁蹦嘅位咋，伊拄着伊爸。伊家伊啊，掂伊爸，伊家伊，這是你媽啦，真正歹。就個你講你告訴。我係咪都妹妹早攞佢啫，3歲伊同我講，伊嘅 sister 嚟講，我係伊嘅。我講聽，攞那是有機會啦嚇，那是。攞機會咧，起來俾你學緊錄音咯。但是無咧嗬，攞會使家己電話手電者用錄音嘅嘛。你使叫你出來人，甲你講你個故事嘅。成個我係爸，我係媽，我嚟美國多下時啊。我諗常常到啲樓卡位，我叫王師嚟 studio 我借掉，特別即我冇放出去啦。我有一個係 folder 是叫做 family keepsake story，即我甲人講話咯，你咪錄起來啦。有個人講話，叫人講你國仔個數個咧，佢嚟講真正趣味。你講嘅往事嗬，你這邊聽，你下邊冇咩技巧當時，還是你 detail 未了解。但是講你留掉落 email，你使成個團嗬，你會順啊驚字啊，把刀嘅時候好像聽，因為聽到伊個祖嘅聲，還是伊媽嘅聲，你看啊，咁有夠有意思。video 更加好啦，但講我頂一部 video 是，較慷慨，你叫你。爸是你媽是你講啊嗬，你看到嗰時翕 video 嗰時你拍攝，你講話錄音咧，一冇咩技巧咋？
你講話是落掉是冇咪制咯，你成日崩掉。你去 video 都唔係使咩行制，你係啲邊嘢？我冇物件咧，係使本啦，使本啦。แล้ว我是感覺到要見弄出來個算是一落起來嘅機咧，最好是有機會嘅起來落個咯。你咪等個成個講類講馬走了啊，是白寶無敵啊，是隔嚟想，哎呀應該落起來。你當然聽到這個 episode 你特別吹看你出來，我報嘅你大人出來冇換，你看你告訴佢。係咯，當然關啲方便啦，後面電腦幫你錄音錄。嚇，錄音錄音你係方便錄音。拍生我 I start 做這個 project 嘅時啊，講我 family 嘅歷史嘅時啊，我係姑啊，第二姑，一仔只姐 actually，你係是一貴先起身啦你。哦，對。所以就是哦，感覺到拍生哦。拍生。人問等就估咯，當今一落就很時落啊，我都知咩啊？要看。mac and cheese 哦 mac and cheese 啲硬咗咯，後面cheese sauce OK 咱講，哎呦市場都會攞點正嘅，咱講咧即做個節出啦，做正時人講無聊喎。嗱 OK， future 咱講傻咯，咱全白人咯，全南西嘅厝嘅告訴我。是講即係阿岑樂山都冇講了個，阿岑樂山冇講了個。是講我頭媽看你出來時候都冇驚，講哎呀死唔知話特別畢竟話個身真差啦。啊唔是講係咪物件，我是可能出邊看到我係講媽小英啊，嗰個你一定是話咗嚟。咱是講是講咱出嚟邊發生過，都唔是咁派書本嘛。是講，我係笑咁冇好啦，我這是想歷史啦，這是感覺到咱自己出來歷史。我看到我係講，其實我看嘅時候應該係一道我冇去看過，一定人字啲寫咩啊？安屌你就係烏龍，唔是你換做歌，咩咩？差點哎呀生叫起來講就係烏龍啦，個啲換做歌，反正咱講換照時都起來咁樣講，然後個有當今咧，我會推介紹就係我當今到啲 you fake good， 嗰啲叫咩啊？揾食 clubhouse， 我到啲 clubhouse 時候常常有拄啊，往時錄音時，每時到啲夾厝嚟講嘅。所以我若是有興趣嘅人嗬，我使去邊啲學見.com 嘅網頁，然後去訂面 menu 去頭先是 clubhouse 你嘅訂者對假如人咗參，然後參咧往時節名冇落英文拍卡咯，成日都看到，你往時往講嘅咪講，嘿 ，OK， 人寫起來落音時講idea， 啊冇就是講，啊冇人落起來定住時，你安妮達妹嘅時，個白嗰個字啊，定住你快落去嘅聽記嘅是郭富城桂富城 Aaron 郭嘅 episode 就留咗誒，然後有影嘅事咧就嚟出現，是講我拍生一個人無嘅事就傾嘅咯，垃圾。伊無等話數，以後你每我唔要緊，我去 clubhouse 嚟講，你使做隻 special 嘅 app 啊，你 password 啊，一個啦，一是寄好你用夾，一夾係幫夾到啲卡，而一背去你做好你一 password。所以冇電話，我冇電話。你邊啊？你每個你若是講你按冇用本嘅話啦，你按少 SMS 咪使咯 ，one of the friends。你按冇電話咧 ？Because 伊個係少一刀呢，actually。有啦 ，because 喂，幾時有？你會記住啊？有陣時真奇怪嘅，真係我都係係咪真係嘅人？我 usually 伊冇需要用到。冇，伊唔是冇事啊！一定得做工用小姐，一做工大家就睇電話誒，所以佢個人咧，伊冇同伊特別 pension 咧，伊都買用電話。我老實講，我是有時你去國內neighbor 嘅妹，你要叫伊買一粒第班機嘅 iPad 啊，介紹伊叫伊買一粒第班機 iPad， แล้ว是你 install 你 clubhouse， 特別你就要有電話，所以你電話你就要用，啊冇你教你電話，教你 neighbor 照伊電話嚟做 clubhouse。啊冇，叫你按啦，你按唔介紹電話掛，你按做間 hospital 冇可能冇電話。冇 ，that's why 伊電話特只能特當今 COVID 啊，我袂使 answer 伊 telephone 接出來啊，伊 hospital 嘅 number 呢，我都袂使 answer 啊就。哦。因為講 hospital order 伊去做工。哦。你就伊
人迄邊講嘅嘛。特別這個 clubhouse 嘅 message 係一刀呢，just one time 呢。你 login 啊，特別 in case 不到被新的 equipment reinstall 係咪事？特別 login 到對樣就，所以你特別有辦法 login 到對。但是講一刀呢，我教我 friend 照伊個 cell phone，我掉咯，你照所以不到你 make sure 你這朋友你忘記做伊，然後你不到被 login 時你個掉伊嘅，你 SMS number 好攞嘅。我就我朋友人看到個電話就起哄我，係啦，就是啊，真係冇電話。就是伊人直直 pressure 我定嘅冇買。啊，冇買俾一個 SIM 卡 benefit 啊，對。我免表咧。我 husband 講，我諗去 holiday 時有一個 7-Eleven 嘅物件，特別我唔知我未曉用，我 just 係啲嚟車 emergency 會使拍電話出去呢。特別唔知 SMS 嘅唔知。你去隨看 SMS 一個呢是有 mandata SMS 呢 SMS 呢 text message 對啊。啊，那我係使每你每可能係 A text message，你對使用佢哋電話 ，because 你 login 嘅時，你試下你電話號碼，一家就係落你號碼passcode 係你燒特別你 phone 特別燒 SMS 啦，燒thành SMS 了嘅時，你到啲你 phone 你 iPad 嘅 app 你拍住佢 number 你就 login 啊 ，login 一打過就免插嘢啊，你拔刀時你被成個 in case 你 iPad 啊被 restore 啊，係咪物件是換機嘅時候？你嗰條 login 嘅，穿嘅視頻有時是咪 login 嘅 ？login 一刀就應該是貴嘅。Because 我就係我諗 COVID 這邊是喺拍照嘅時嘛，是被 register。對，你安怎啊？誒，你 drugstore 人未相信，你就伊講你特間無嘅，我佢講無，伊講你有影是無嘅，我講是無。伊講唔要緊，往 register 你往幫夾好咯。呀，你真係人想講我唔係學伊人嘅 number。Because 伊人想講，你驚telemarketer 什麼？我就講我有影我是無，特別 I think my husband 伊有咧 ，because 我講講，我諗去 holiday 時我只驚車牌你別叫工作嘛，呀，然後伊有甲我講，伊講有一個 number，特別伊講我問伊是蝦米 number，伊講伊唔知是會使拍出去呢，特別我特別叫伊去查你 number 是幾號。你有嚟講係 number，你甲我講，我係使 send 隻 message 看 message 幾係夠，但是講 message 幾係夠，但係需要燒thành text message 啦，你就，但是你有佢哋 number 啦，แล้ว我夾夾咯，即係 actually 就應年啦，佢應佢 login 個白行面嘅，你咪 sign up，你咪是佢頭 account 嘅，你頭電話接起啊，是係你名係小英你看到啊，แล้ว你係แล้ว時候你真正我講真正留咗，真係啊，唔知 clubhouse 係咩物件人係啊。一隻 join 就是好嘅，你看看下，你看阿龍，我做邊咧學勁嘅伊做到這年，伊把去買麥做一 audio system sound system，一隻 key clubhouse 啊，很少我冇叫咗阿龍，我把叫你買哦，一個你住做你買下，住做你小妹買，住啊，住影響到你誒。我唔知是唔是頂啲冇毛病？冇毛病。阿蕉嚇，阿蕉冇毛病就係俾阿蘑菇嚇，然後佢咧就電俾佢了。แล้วก็阿玲冇有當機阿玲，男細冇有嚇，我佢做 stereo，我諗唔知道做一隻興。OK， 講嘅啥講我就留咗啦，攞 in between 嘅事，成日冇落嗰陣時，佢只嚟咁樣講。我講聽特晚時就出邊上面到啲 clubhouse 一種物件就出邊就是你未看到嘛？到 clubhouse 你是講話講咧，特晚人講阿龍嘅效應嘅時候。我是講咱同你看小孩嘅時候，我係特晚嘅時，我看我 live feed 嚟 concurrent views 啊 ，at the same time 是看住咗一個人 view 是一個人 view 嚟咋，一個人兩人 one two 嚟看，一就講阿龍嘅效應咧，起嘅別人，睇啦走，你佢就是clubhouse 嘅人嚟，你 clubhouse 個人就你啱啊 clubhouse 個人個都知哦。你話即攞3、4個啦，7、8、9、10，一兩個到啲 clubhouse。嗰日你是掉白車啲病嘅，譬如講南西。佢零是困嘢係南西嚇。但係未困車。我往正個，你看伊 status 實際一邊啊，我係看到一下接來見名啦、貴名啦、落鹽啦嚇。當今有10個人，但晚人有30幾個人，但貴名有人行過180人行過這幫。誒，咱那邊咧學見就一人啊嘛，嗬，1000人啊，嗬，1000幾人啊，1.1啊，1000幾人了 ，even global 不已經1000人啊。哦，哇，我個 global 學見 speakers 啊，個攞勁白。global 是咩啊？global 幾世界 ？global 學見 speakers。
冇我俾佢 club，揾咗佢啊，我個叫佢。你做咩訂你 club 你知？你反正有做咩訂 club 嘅？search 冇係嘅。啊，對 search 計計，我未記嗰個 search 啫。嗱 ，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咪就情人啊，所以 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咪就籌備阿龍當今教人做主持嗰度啲合併，因為我拜教做工嘅話，所以伊教人做主持，所以未拜本咯，啲賺去30幾人嚟啊。哦。แล้วก็บ่想國際嚇，個台灣人就來參加。站喺個泉州嘅漳州嘅人本。漳州個印尼泰國。站喺印尼，站喺是平常時有印尼嘅，站喺是韓國。泉州是泉州，伊是一個中國嘅所在嚟。咱嘅福建，咱福建呢個主要是兩派嚟，一個是泉州嘅派，跟一個是漳州嘅派，樣嘅音無相嘅。如講咧泉州、漳州福建派是干那對，咱馬來西亞咧，還是規世界是本土派呢？其實唔，規家子派嘅，特別規世界咧係主要 major 是兩派。哦，規世界本是 major 兩派啦。台灣本是 major 兩派嘅。我講這個 logo 啊，讓看到這個 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嘅 logo，其實我是做，你看一定會 inspire 埋邊啲 Hokkien 嘅 style 嚟嘛。因為這個 logo 啊，我是做另外一個，我會想會做另外一個 podcast 叫做，唔係講噶 ，OK， 我反正講嚟，我冇 live 嘅時間講，有時我冇用啦，我 recycle 嘅 logo，because 我 club 係哦，紅磡 clubhouse 出嘅時 recycle 做 club 嘅嘛。แล้ว有一時時，我哋 turn on 你，會使做 club 嘅時候，我很時就齊講你會做啊！你知我特別 OCD 嘛？我未成講做 club 啊，買下 logo 啲去，所以我特別很時去做隻 logo，然後我計規劃自己嘅關嘛。所以這就是即係咱 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嘅 logo。然後我個條啲依 Global Hokkien 然後是冇寫出來阿毛字嘅，啲依 logo 嘅。Hokkien 是用 Hokkien 嚟。我感覺到這隻唔捌當人字嘅人。看這個字，你應該是會捌的。因為人去買福建麵是打，應該是有福建的這字。這是 logo 啊！我看到 logo 嘅嚇，無定掉嘅嚇，因為我個是阿摩西啊，所以是袂曉看你當人字。無，我是跟你講，阿摩西嘅人看到，因為阿摩西嘅人問我講，伊去站板嘅時，伊無寫 man or women 嘅時，伊曉看伊紅公仔打波查某。會曉嘛對，所以你看當人字福建這個字啊，你無讀當人冊嘅人啊，你看到這個你會字伊形我看，你學你高看嘛，你學你高看會字這字這兩字係咩字哦？再試看。哦，第一你是學啊，都俾你哋學。你學佢你當時講定人先正是多邊嘅。對先正是，特別這兩個字福建啊。แล้วว่าสิไปกำกับมันสิเงี้ยเป็กโลแล้วเสร็จนี่อีตัวอามอจีมานี่จะไตเติ้ลจะเป็นรู้ตัวเอง看到 Hokkien 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嘛你ใจ講是 Hokkien 啊嘛所以到底這邊嘅是你應該是 link up 講這裡就是當人字寫出來嘅 Hokkien 嘅字而且我看到這個 logo 嗰陣時我想到這樣物件咱人當今這裡環境主要就是講無相所在各地無相派嘅 Hokkien 話白白之類嘅都做這所以咱講是 genetically connected 嘅，咱人嘅學嘅話嗰是 genetically connected 嘅，比較像上早講嘅嘛。所以你嘅 logo 是 fingerprint 你看到？actually 我唔是 fingerprint 啊，特別我你都冇注意到啦。我係什麼？我係我係無相嘅 circle。有咧是印尼，有咧是馬來西亞，有咧是迄個，你看到一是 ring 啦 ，circle rippling out 嘅 ring 嗬，無相為人參了，就只來講福建話，所以變咗伊個 bubble 嘅 speech bubble。我是看到，特別你看到 fingerprint mun 啊 ，OK， 會使mun 啊，但我 edit 佢話你 business pitch 或者是 description。阿 John 啊，你應該啊，特嚟過年啊，你係一個成個一個location 嘅 live 成個你就係迄個就你做檳榔一年我要去 international 嘅 travel show。對，了咱個了到卡手淡薄。แล้วลังที่บุกจะเลยฮอลแล้วเสียโจเลยก็แล้วลังขี่อะไรแปลกๆอันนั้น gather นะ conference Land Hokkien track show international traveling
叫咩？邊啲學見international trade show 係你講？ Yeah, roadshow. 啊 roadshow 對 global roadshow。and then 個攤食誒，แล้ว就要做一個食誒，แล้ว行誒，แล้ว去看風景一個。你知哦，我啲笑料啊，第一是，我笑料啊，有安尼誒 business 啊，有安尼導遊啊，帶會曉講邊個福建嘅啦，帶咱去下你中國嘅位啊，去無上嘅福建嘅所在。無上嘅人。哦，你叫阿龍咯，阿龍就對曉嘅。講話看會哦。阿龍會，我感覺到阿龍伊家己未來講遐，伊會參，伊會捌人咯，可能伊定得到下每意思嘛。有導遊啊 ，specialize in a package。所以在淡薄歷史咧，佢在講得落位係咪所在，我唔知要聽到，但係目前 headphone。 Connected to 檳城，啊，做檳城，咱嚟做講會來個檳城。哦。冇，迄個是 A package 叫做 route finding。哦。隨見，你話白島啊？你四字，你可以白，一個笑嘢，有迄個旅行團嘅咋？你看伊電話嘅，伊寫乜嘅名嘅，咁樣用嘅電話到啲 clubhouse，有迄個旅行團嘅，有嘅。誒，阿龍伊消息地通了，你個捌真濟人啊。แล้วอีกบัตรโจกาเป็นแล้วก็บัตรโจกาเป็นแล้วอีกใจ講嚟就嚟加錢啊是講到冇講到อันนี้คนมีแก่แล้วแล้วสิ啊แล้ว sign up 咯 sign up 我講 ahead of time แล้ว is I get holiday 成個我是 retire 係咪幾年都係講 portfolio 嘅話咧，我講時候啦，我有時朋友是馬拉加人嚟，伊馬拉加伊是爸爸嚟，就一聽就是爸爸啲厝裏面講巴心拉油嘅，伊是爸爸嚟，所以伊嘅做工咧就是伊是應該是第9代還是第10代嘅就，所以伊嘅做工應該是400年前。都去馬來西亞咧，400年前都中國落去咧，所以參照還下證咧，所以伊就要再講伊做工是係咪款嘅人咯，所以伊想辦法講伊找到後來一啲馬拉加咧找到地址啦，講當做一個甘榜啦，為安怎古早咱嚟做工頭一大路嚟，當時喺個甘榜叫咩名啦，伊找到真正 scattered around 嘅 keywords 啦。係啦，因為我講路，我係就打下手語哦 ，because 伊唔捌定人字，伊是爸爸，伊唔捌定人字嘅。冇所謂，伊捌定人字 ，because 伊日本讀冊，特別伊袂曉 Mandarin，伊袂曉中文啦 ，Chinese 袂曉啦，伊曉定人字。所以因為我講有辦法，有近字出嚟啦。我講話，哇，你會咯，你這400年前來嘅人，我都出嚟咯。然後講唔要緊，特別我。有捌朋友啦 ，maybe 人較識啦，福建嘅，伊再講 confirm 是福建就對了。所以我就介紹一個中國嘅朋友可以捌咗，我啲厦門捌嘅一個朋友咗。所以我離開厦門過後了，整幾年前呢，伊紅咁 message 我咗，伊講話我隨條我出嚟人嗰陣。Oh my god！ 你話咗隨條你出嚟講，你介紹佢哋朋友我嘛？我去中國隨伊，講是啊，你好料啊！伊用緊去中國隨佢哋朋友，佢哋朋友看嘅地步咧，佢朋友就解 plan 啲路線咧，一嚟做就去啊，有影可以隨到400年前嘅技巧啊！喲，哇！好料，伊講伊只是人知道講冇可能做到 Mission Impossible， 伊做到伊咯，伊隨到伊做工離開中國嘅迄一個甘榜。除到迄一個口 ，because 伊在講物件咗，伊在 one for a fact 啦，迄一個人啦，伊寫下面叫咩名，有影可以除掉啊。哦，你特別有迄個 information 門咯。有，我朋友是福建嘅人啦，所以我朋友是超 well connected 啦，我 feel 所以所以伊除掉咯。你人啊是講有人就注意，像我有講，我係講誒 passport application 啊，伊嘅 form 啊冇人啊。有macam-macam document 啊，你講未使點下格嘅就講成哦冇用啊點下格，你講好 scan 起嚟你 jam 嘅啦，你 info 嘅啦。嚇，你會在掉啊，看到 information like 伊人 whether 伊人換名啦，伊人時代到一個單啊，你會找到就所以你會慢慢去學啦，你在淡薄物件寫個名。你就會使去啊！你 clan association 找啊嘛，然後你找到下邊找啊，你會使哦，伊人到都是嚟甘榜來，你就會知啊，你會使
笨笨吹 one thing after another 成個 glue 呢。我係翁伊爹吹真濟伊個 ancestry 物件，伊人伊 trace 去到16 early 16唔知係咪咗，แล้ว佢吹到伊人古早嘅 farm 啊 Stonehouse 個有地個，แล้ว伊佢吹成個 because 伊人來伊人啲 Scotland England 來去Canada ตัวlike 唔知something like 178อันนี้แล้ว係 Scottish 係邊 yeah 我得รู้係邊伊人ก็去 England ชัวบ่ because 伊人講ที่เป็นจับบ่แล้ว uncultured yeah แล้ว去 England ชัว伊人บ่แล้วชัว伊人บ่แล้วก็ใจตัวไหนแล้ว伊人查掉กันแล้วจ้ะแล้วอีกูแล้วก็查掉 like 唔知係咪 cousin 唔知係咪3 times remove 4 times remove 5 times remove แล้วก็เกี่ยเลยเสียวเองอ่ะมีฟาร์มอ่ะมีว่าเมียว่าจะเลยเมียโอ้นั่นสิจุยไตเติ้ลล่ะมีกันแล้วไตเติ้ลแล้วว่าก็ impress เนี่ยแต่บีว่าลังไงมีกันแล้วปุ๊บตัวสิ咯ว่า可能是因為人有可能是有加 education 有淡薄關係的你 documentation 係咱嘅抓到馬來西亞冇快派，特別 weather humid 嘅。哦，對本，但特別我是感覺到成個有個人填 form 特別好填，如果比叫伊試運可能物件，你就咱做 passport 你外口唔是就一人鬥快出人填 form 嘅呀，就是講就係 form 啦，個字。即係半了，特別樣是成個有個人我是感覺到。你去handhand累對來後，你物件食就煞啦，佢哋摕嚟 form 佢物件，咁你係格啦，嘢無 value 就係對做嚇，所以伊人這邊了，伊人過去，像你捌咗，像係咪 cousin 咧過去嚟 church 一翕一個小影，看嚟 tombstone 是你係佢們人，แล้ว你過去嚟 church 嚟 baptism 過搞到翕一隻小影，快樂，咁了係 record。我是我是真歡喜看到我嘅左嘅一磅是甲我上名，所以若是講我無佢哋小影，我都唔知講我左甲我上名。是哦，當家係 special 呢。我當然Malaysia我去做清明，我都未曉去吹嚟望。我有啲老師講我不了吹。你特別吹掉啊，特別用你 geolocation，你係咁樣 coordinates。呢個 coordinate 真係，呢度冇 smartphone。哦對，唔要緊，你叫夾錯咯，你叫夾錯咯，你上一隻夾我上你 password 後，你係試夾啊，你叫啊 ，Bird 啊 ，Pigeon please take me to the bong。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講個就聽講個兩段鐘15分鐘啊！感謝讓教我阿龍教我講你出來告訴甲看你出來小影甲阿龍是完全冇讀過的。係啊！哇！我特別想你啊！我特別想你啊！知道？我屬個阿龍啊！我屬個你係 new apartment 啊！你係新厝，我感覺係真爽。我本就暑假，我就大件。嚇，真爽！我就是俾跳數就係把做落嘅，有時俾可能掛掉佢。你知唔知阿龍一搬厝啊，一吹厝啊，到 clubhouse 講甲伊搬厝，我 clubhouse 講特日來是講嘅搬厝，只個厝個無 internet 就係個講。係咯，我講人哋。特接嚟講。南西時就講嗬，你咪就好似群撚溝分咩就，你 please confirm 你做啦，我聽你告訴聽隻古語啊，你個被搬。我吹厝都看起了嘅呀，然後講個當機。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個波劍啲嘅告訴加16歲告訴希望啦，白刀嗰陣嚟講講，然後點解呢邊唔知做人講掉 clubhouse 人講掉？clubhouse 真叫冇講，冇講得出個數嚇。後調後調講 OK， 感謝下禮拜咱過來收聽過應該下禮拜是幾個數啊 ？OK， 拜。YouTube 嘅會人到底這邊頂一禮拜冇看到 message 頂一禮拜冇看到嘅 video。這邊會看，了。
就平時係 subscribe 掉掛掉聽到最大，然後第一集正嘅我行到錄音嘅時，佢同地佬誒 DVB T-shirt 到這邊阿岑樂沙俾一 T-shirt 我叫我買少掉，我代我怎麼買俾搬出。唔要緊唔要緊，明年我應該明年要對起啊！我教你教得嚟，今次過嚟聽，誒唔是啊 ，OK，bye，叫咩？